有，现在这个正式的正式的版本啦哦，我忘记我刚刚没有切换了啦。我想要奇怪，怎么不是这个版本？哦shit，我用错了，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这样子，这样不公平啊！我是迪卡吞珠机，我精明干练，大家午安！怎么开场就砰啦？什么东西啦？以为是马盖先？为什么是马盖先？大姐，我太忙吗？哦，我忙死了！我以为我9月可以比较轻松，结果根本就没有啊！我到底在忙什么？来，没关系，你们先帮我确认一下我 BGM 的声音会不会太大太小声哈？啊！我从今天早上8点快点吃完早餐，完全不得闲哎，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太忙弄错了吗？没有关系啦，就逼你们再看一次这样。太累了啦！我天啊，我真的是忙到天啊！我可能我不知道我9月忙不忙得过去欸，还是说我真的要考虑找经纪人呢？什么叫 task 今天完整？什么东西？每日任务达成吗？开场急砰！午安啦，大家，谢谢，声音还 OK 吗？尖叫声哦，尖叫声比 B 卷大很多吗？好，不过现在来到了比较磅礴的地方了，所以不晓得会不会又太大声，所以我再小声一格好了。初见很爱来看金猛干练直播，金明干练啊！我觉得你们一定有去威胁官方，你们哪一位大佬给我去威胁官方？他怎么会把金猛干练打出来？等到猪猪了吗？好安详的睡吧，大姐。是声音 OK， 完整的一天被从猪猪的崩开始，你们都被完整了吗？好，砰砰声 OK 还有什么金萌干裂就对，不是你那个萌怎么怎么那个萌越发奇怪了？骚球星辰伊拉塞，中秋快乐，谢谢星辰，桂花先生伊拉塞，官方也是友军，对我正想讲。我发现大家的友军越来越多了，怎么没有人跟我一样是友军的啊？怎么没有人站在我这边？什么东西？什么粉丝？猪猪每日必碰无出。哎呦，我刚觉得说，我总算有这个时间可以过来开台。艾莉酱，伊拉夏，艾莉酱，我把桌表做好了。艾莉酱，我们礼拜3要跟艾莉酱一起猛兽派对，还有爱梦一起哦。可是我是小白，我原本要跟艾莉讲，约一个时间，可能 setting 一下。结果呢，好算了，时间什么的根本就是梦想，对朱蒂卡而言根本就是梦想，所以我就跟艾莉讲说，艾莉讲，我觉得我的行事历这样看下去，我们还是约礼拜3早上再来从无到有的 setting 好了。礼拜3我靠你了，艾莉酱，猛兽派对，好，快去上班。我谢谢学长送出了5个会籍，哇，猛兽派对，不是派店，对不起，猛兽派对普天同庆是这样吗？真的要从无到有，因为我根本就还没下载，也不晓得那怎么玩，对，不晓得什么都不知道，哦。对，谢谢有梦真学长。对，我普天同庆，我今天是9月16号，我们中秋节以前，中秋月圆人更圆，你们都要吃的圆，好不好？伊拉塞牛妈，然后他哇乱按就对了吗？我就是乱按哦，可是我会不会就是会不会是拖那个艾莉酱还有爱梦，就是后腿这样？交给你好，开台，好，艾莉酱，快去忙，也谢谢你过来。艾莉酱，礼拜3我靠你了，我靠你跟爱梦了，不准欺负我，我靠你跟爱梦了。长官777阿姨这样子，你们连出镜都没有吗？会员图案吗？没关系，反正阿姨就是装出件啊，阿姨来好多次了，好不好？也谢谢阿卡送出1个会籍，谢谢学长送出5个会籍。学长今天是普天同庆的什么日子吗？中秋月圆之前吗？谢谢，不管是什么日子，每天都可以庆祝哈，庆祝我的知名干练也是可以啦，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
我自暴自弃。爱哭啊，伊拉塞，欢迎爱哭啊，爱哭啊，你食饱未？爱哭啊，我最近食就无用的，我真正要中风啊，无应该要中风啊我真正够痛的啦，真正要经纪人一个啦，我真的要找一下经纪人，我天哪！我9月再让我跑一下，9月真的 run 不过去，好，我认命找经纪人好不好？派学长欺负，不要啦，不要欺负我！我要躲在艾梦跟那个艾莉讲的后面，你们不准欺负我。女生，然后中秋快乐啊，中秋快乐，谢谢你们过来。边挂听迪卡边准备东西嘛，好啊，谢谢挂听艾莉讲礼拜3，叫他们不要欺负我。阿英师，谢谢送出一个会籍。然后学长想要射击哦，应该是想要狙击艾莉酱哦。好，狙击起来好不好？我们看狙击起来，谁今天狙击到高几率，你就是攻，可以吗？攻。要是说没有人想狙击，礼拜3上班嘛，礼拜3上班没事的，没事的。薄荷总裁你还好吗？那天开会一天没办法请假吗？好，没有关系。总之大家都辛苦了，好不好？对，大家都辛苦了，你们去忙没有关系，不要来欺负我。长官也送出了5个会籍，谢谢长官啦！感谢大家疯狂追击起来。哇，艾莉讲的闪避率也蛮高的哦。那他打不到，到底是皮什么？觉得要先说一下，虽然应该不是你丢的，但是你账号是丢不到的吗？居然因为是品牌账号吗？艾莉讲是品牌账号的关系吗？想丢到昨天很开心的大小姐嘛？好 ，OK， 大小姐的感觉每天都很开心。我昨天也是很忙，然后我就快点，我就是想说确认一下这一周要忙的行程，然后就快点密艾莉讲，我那个猛兽派对还没有下载，我不知道怎么用，怎么办？我要跟你约时间吗？还是我们礼拜3可以一次搞定？对，然后艾莉讲秒回哦。他这样说，反正就是安抚，就是说没事，然后下一句就说我正在被骂。然后我就回他说好，不好意思打扰你，继续被骂。结果还真的在开台了，哎呦，我就说不好意思打扰你了，请你继续被骂。然后艾莉讲就说不是迪卡不是这样。不是人家开台我就快点闪啊，然后我们就快点先约，反正礼拜3早上快点就从无到有的，就是 setting 完，然后再指导一下猪猪怎么操作，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对，然后辛苦了，不会啦，品轩你们也是，品牌账号认不到吗？正好先忘记先问了，是不是？没有关系啊，不管有没有问，也欢迎大家绿化本频道啊，谢谢绿化工程师们，会教你怎么躲吗？谢谢，一定要教我艾莉讲，然后也谢谢阿英师送出了一个会籍。OK， 然后我看一下，连什么摇篮都射到，但摇篮先生是某个你们滴滴的好朋友是吗？滴滴好朋友吗？是会员刚结束吗？好，你们想相爱相杀了吗？对，请继续被骂。然后你看你这样真的不对，然后不知道我要讲什么，然后我想不知道是打扰你了，请继续被骂。超好笑，谢谢艾莉讲，明明那时候在忙，还就是秒速回我讯息，谢谢。中秋快乐，影帝先生，谢谢。结束一个礼拜继续对，请继续被骂，超可爱的啊，是他啊，认不到是什么枕头不好，不是你的问题吗？小林宝贝也跟着扔起来了啦，然后摇篮是摇篮吗？摇篮是某个 V。OK， 我果然不够低，谢谢你们的科普。好，下次如果摇篮有特别过来一趟的话，再跟他打个招呼，好不好？然后人伊拉塞安哦，然后追不到聊天室，但是我尽量追。叫请骂我吗？不是，艾酷啊，不是，我们萌妹子我们是不骂的，好不好？对，我骂不下去啊，艾酷啊，这句话好像真的很喜欢被骂，救命啊！可是就觉得真的很像是妈妈在骂自己的女儿很可爱啊，那种情境有没有？对啊，闪妹可能你还是会闪，就是阿强，然后夜鸟也在闪，但是要的牛妈出场叫飞雪站好吗 ？OK， 这个是叫妈妈的气场了，牛妈。然后选国伊拉塞，欢迎你来到的迪卡冰的，难道不是吗，大小姐？那个昨天很好笑，听说还蛮好笑的。牛妈也谢谢你绿化了本频道，感谢送出一个会籍哦。然后聚集到了峰哥是吗？刘妈，差点以为是什么特殊的 play 吗？这我不好说，但是谢谢大家就是疯狂起来聚集我们敬爱的 V 朋朋们吗？我看一下艾莉讲目前基本上应该是没有办法聚集到，对，但是我们还有爱哭啊哈，我们加油，我们还有爱哭啊，我们加油。
我们加油哈！我在中秋节以前看有没有讨个好彩头哈。迪康认为你是瘦吗？我有这样说吗？我有这样说吗？要去偷听吗？因为你在跟我讲说你在被骂的时候，我就快点潜水。我想说，在被骂是什么？我看一下。好，请继续被骂。想说就不要打乱节奏，而且那时候我差不多要刷牙了，对，已经站好了，打不到你，快打下去！突破品牌账号的限制吗？不愧是刘妈，好，我挺你好不好，刘妈 ？OK， 加油，你各位加油哈！谢谢大华送出一个会籍，谢谢浪薄荷送出一个会籍，哇，感谢绿化工程师们，是什么？你们5000会籍是想先冲一下是不是？我还没要你们开始冲，你们就开始冲了是不是？好啦，今天就随性了哦。但是中秋节以前很开心看到就是绿化工程师们，对，绿化本频道哈。谢谢你们。虽然说明天我又见红就休啦，但是我今天就觉得可以好好的聊聊、唱歌之类的。而且早上又忙得要死了，早上忙到我精明干练又不见了，大猫老师救命！阿义师在好怎么？阿义师也谢谢上豪送出了一个会籍，谢谢生法了的生法了的是不是？好，生法了的，怎么奇怪？今天大家闪避率很高。如果是艾莉讲的话，比较没办法嘛。但是 Aqua 还有骚球，基本上闪避率都高哦。爱莫能助吗？没事的，忙是好事情啊，大猫老师啊，忙是好事情，我只能这样告诉自己，忙是好事情。我的精明干练还在。那猪猪休息怕猪猪觉得太孤单，所以今天要闹一点嘛。谢谢你们尽量闹哦，我最喜欢你们闹来闹去了，你们最棒了，太棒了。但是别以为这样你们就可以躲过小兽的攻击，你以为这样就不是兽吗？你们这样子继续闹啊，你们好棒啊，都是我的骄傲。好啦，不管是攻是受都是我的骄傲啦。而且上次你们不是在协寻本频道的总攻吗？我们总攻不就在这边撒会籍吗？我们总攻红尘学长不就在这边撒会籍吗？他是我目前观察到的总攻，他真的蛮攻的。对，他其实私底下私讯真的是文质彬彬、彬彬有礼，而且礼貌温柔。对，但是这一类的基本上。他是完完全全的总攻，你知道？他是完完全全的总攻啊！对，我们家总裁的属性大概都我大概都略知一二了。对，明天然后醒，什么精明干练不在，长官最坏了。手里是什么开着的吗？你确定了？好 ，OK， 你们看这是谁？聚集到这位骚球，就陪你一晚好吗？把飞雪今晚卖了，这样也是说我们总共送出了5个会籍啊。然后学长你冷静哦，我们总共非常非常迫切需要骚球，今天晚上对今晚的骚球，我们学长迫切的需要把钱省下来去吃猪排吗？猪排好吃啊！而且我看到雅晨前2天也像在 DC， 真的是烤全猪欸，真好。其实我这辈子还没吃过烤全猪啊。大哥算总攻吗？不认识Rico大哥的话，他不认识Rico大哥哦，半攻半受。但是要说我们总攻的话，还有一位啦，梅子，他真的也是蛮攻的。对，所以要说总攻的话，目前我印象中就会浮现2位，一位是梅子，一位是红尘梦学长。对。不需要他陪1晚吗？哇靠，超霸气的哎！撒给他还不需要他陪1晚。先生，我去吃猪排吗？好吃啊！谢谢阿印师，谢谢子米，你们有被狙击到的也很有礼貌，你们都很棒哈。今晚的骚球好像哪里怪怪哦，中秋月圆你特别骚，中秋月圆的你特别骚。要吃顶高中的烤全猪，你讲说真的，我还真的没有烤过全猪哎。我还真的没有烤过全猪，我是做过很多料理，可是我还真的没有就是真正的去料理过烤全猪啦。对，不练星期五把学长抓下来吃饭嘛，避免他光合作用。好，麻烦你了，骚球好不好？对我们家的这位总裁，麻烦你多照顾了哈。因为他朋友就交给彩彩就好嘛。对哈，彩彩今天是不是又被关小黑屋了？不见了，被陪1晚，剧情停止了。不是，这样。世豪，你冷静，不止骚球，我们可能还有艾库啊，有机会被狙击到，好不好？对，没骑车去，渔老看风景哦，好风雅哦。然后宇宙大熊华贝拉下，谢谢你们过来哦，中秋节快乐！长得很像半斤半肉，大家
姐，你怎么还没有睡觉？阿英师同学送出一个汇集，谢谢谢谢谢谢阿英师的汇集，谢谢阿英师的汇集。哎，这两个阿英师是同一个人吧？我要2份阿英师，硬一点，谢谢。我昨天想说你们到底在干嘛？因为我昨天也是处于那种很想跟你们尬聊，然后又没有办法在 DC 好好跟你们聊天，因为又太忙，然后就觉得说你们每天都在 DC 很骚很浪，我每次都是在电脑前或在手机前窃笑，可是我家人都问我怎么了，我都不敢讲这样子。对，我该怎么说？你们又骚又浪，这是戳到我笑点。然后昨天那边说什么谁料理谁，然后怎样怎样，然后我想到什么广印两份什么，我说哦好，我也要硬一点，谢谢硬一点。汤姆先生已拉塞，气死猪猪，气死我了！你们都欺负我，我没有金蒙干练，就连官方都欺负我。不对，我觉得官方不是欺负我，官方非常的真诚，而且他们这次办这个活动真的非常的辛苦，好不好？好，请到上方资讯栏好好点个支持一下。对，但是呢，我相信一定是我们家某大佬过去威胁他，我还跟他讲说，官方你要是被威胁了，请眨眨眼，一定是这样子，官方一定是被威胁了，对不对？但猪猪好像说什么晚上。他话不要记这么清楚嘛！哎呦，有沙跟张以拉塞午安。烤乳猪好吃啊！哎呀，你出现了，歌王子地下，谢谢阿英师又送出了一个汇集。光合作用很方便，我也想要光合作用啊！我光合作用也可以长得像你这么好就好了，好不好，学长？这考全之后就是嘛，踏上班做戏 VTuber 的时候了吗？我哪一天真的来研究一下好了，你们觉得呢？对，但是应该不会是现在，不应该被戏。因为我今天遇不到飞雪人望君，我会陪他一碗嘛，这是天意嘛？是天意。不过讲到烤肉，其实特别喜欢吃。我也是你知道，牛舌真的很好吃，脆脆的，香香的，然后沾一点胡椒胡椒盐，然后一点点那个葱花，跟一点点的洋葱，哇，跟你们极品好不好？孜然伊拉塞，昨天嘛盯着他了吗 ？OK， 你们非常的浪，我很喜欢。上次买来煮面好吃吗？牛舌不管怎么料理，我觉得都好吃乖乖的吗？你好意思说你乖乖的，这位学长，你好意思讲哦？你先把那个什么骚浪传染过去，这我不好说。那么始作俑者应该还蛮明显的，不是吗？气死蜘蛛后的寂寞干了一份，你我气死我！你们真的很坏。薄荷也什么了？有在跟你讲午安，谢谢你过来2份广义半斤半肉，我要硬一点，谢谢。有猛兽派对练更强。我一定会变成精明干练，对不对？是不是？艾莉讲都相信我会精明干练了，就你们在那边精猛干练。你看完猛兽派对，长官你好好选字，你好意思说你和善薄荷？你好意思讲和艺术工为啥没直播通知吗？这我不好说，对，可能 YT 又坏吧，YT 坏 ，no。脆脆又香，很好吃啊，很好吃，我很喜欢吃牛舌，可是牛舌好吃的真的不便宜耶。艾莉讲，艾莉讲有没有烤肉啊？中秋节我被喊爸爸，要烤全猪啊，怎么说什么？摇橘子，你是这么想看到我们家同类相残是不是？对啊，葱盐牛舌超赞的好不好？但是好吃的牛舌真的也不便宜吼。精明干练吃兔兔吗？没有，游魂没有，七味子好吃。猛兽派对资料要几个猛攻才行吗？我相信大家基本上都还蛮嗜血的哈，这个可能就问艾莉讲应该是比较了解。但是指现在不是指，现在一样是基本24小时都精明干练好吗？我24小时都精明干练，谢谢大家。你们21号记得抢票哦，小度会对啦。恁继续讲我捧，讲我精明干练啊，咱真正小度会对，你是唔相信哟？你们一人一拳，你们是这样，一人一拳不怕是不是？加码1人2拳，然后7600一人4拳，这样，哇靠，赚烂你们真的很坏，你们就不怕我真的揍你们吗？你们都没在怕的，是不是？突然觉得有趣了是吗？他玩什么精明干练，什么精明干练，上红好好选字，紫金留影来赛，想让经纪人帮你烤牛舌，然后弄得。好好哦，那我是不是要找一个会做料理的经纪人？
我现在在考虑是不是真的要找经纪人，忙不过来。神月伊拉赛，我说派对玩得很和善吗？嘿，我相信你可以玩得很和善，学长，好不好？我相信你的那个和跟那个善哈。啊，建宏伊拉赛，对，然后不怕被揍。好了，我好怕揍你们哦，反正搞不好到时候社恐的是我，不要揍我。溜走，汤姆先生，你给我回来！1分钟打你2拳吗？我就跟你们这边大眼瞪小眼，就那1分钟，看你不尴尬，尴尬的是谁？这样可以改1拳1脚，这是福利。你们3800有抢到哈，有抢到3800再来说哈。穿女装当迪卡小精灵吗？小精灵目前有那个，就是我们有那个姐妹是可以协助的，所以不用担心。对对对，觉得迪卡就可以1人多攻哦，还是迪卡也要一起吃吗？啊，很想吃，可是没关系啦，因为毕竟迪卡是在南部这边。确定已经有2位主播会把观众揍飞了吗？你怎么知道我跟米娜就在那边想说我要怎么揍爆你们啊？我们重训加倍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啥会？哈，拢是为了令刚在。不知死活，你们真的想被揍？可是猪猪想捏爆你的手，我的握力其实真的也没那么厉害啦。1拳1脚的福利，小力一点面，然后前科。8月先生，我不要有前科。哎，缺德的3哥，结果尴尬的是都是猪猪吗？不行，我要把你们弄得很尴尬，我一定要把你们弄得很尴尬，尴尬的绝对不可能是我，不行。你们3800给我抢起来的时候，我看怎么玩死你们。被猪打是最好的福利吗？然后到时候偷偷带上虎。我准备手指虎也要让你们知道吗？老娘准备手指虎也要让你们知道吗？这样我就会被揍飞。不行，学长太高大了，我觉得我应该看着学长瑟瑟发抖。尴尬确实，你觉得不会尴尬？你要跟我尬广是吗？骚球，你要跟我尬广是吗？我让你尴尬到爆，我跟你说。有人居然跟我尬广了，我天哪！我是公会见那套，我不要啦，牛妈不行，牛妈没有，牛妈不能讨揍，牛妈真的是，对，牛妈真的是辛苦了，而且牛妈最近帮我们又弄了一个很骚、很下巴的东西，对，之后会再公开，谢谢牛妈，谢谢你们啦，谢谢。的握力很普通，只是捏70左右，其实我不晓得我握力多少没有真的是实测过。你会很尴尬吗？你们就给我抢3800，我看你们谁最尴尬，然后再颁那个最佳尴尬奖给你们，好不好？最佳尴尬奖，我觉得我可以挑一个最佳尴尬奖。可是我觉得，可是如果要颁一个最佳尴尬奖，可能像，毕竟大家应该都会想要得奖，又担心不公平，所以再看看好了。应该弄不到的是违禁品，我也这么觉得。怕了是吗？就变装过去你来呀，可以啊，我就等你们变装啊，可以啊，好不好？921记得中午12点票抢起来，知道吗？好，到时候再看说谁要让我弄得很尴尬哈。爸爸问那个铠甲可以不用吗？奖励得意大赛，你们要怎么装备新武器这样？我现在上抢得到，我觉得大家就抢看看，因为不晓得这一次，因为算是比较突破性的演出方式，大家就抢看看吧，不晓得就是。购票当天是不是会有很好的成绩啦？对，最佳尴尬奖，对啊，没有错。然后可以给迪卡礼物，是可以首度礼物的。对，大家如果有礼物要给猪猪，欢迎哦，欢迎准备礼物给猪猪，是可以的啊。如果没有也没关系。然后我期待你们的罐头塔，我好期待哦，越下发越好哦，罐头塔哦，谢谢大家。扫不过飞雪，担心抢不到，我觉得就试看看吧。对，最佳尴尬奖站在那里嘛，骚气自动释放。等你有空再来，欢迎迪卡来吗？谢谢艾莉酱，谢谢。对真的是九月份，其实猪猪这边也还蛮多饭局的，都卡在9月份，因为7、8月太忙，所以很多东西都挪到9月，以为9月会比较轻松，很像也没有，因为我所有的代办事项都挪在9月了，对，还是要弄死自己。你可能只有什么？等不合什么东西？然后康当哥伊拉塞，不要准备拼图给我，不要，可以收第2咖戒指吗？你要给我水晶戒指是吗？如果反正你们有送，基本上小精灵都会帮我收下啦，好不好？伞哥伊拉塞，这不是我们伞灵2人组都出现在我们聊天室了吗？欢迎恭迎伞灵2人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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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不管怎样，我都会收到拼图了。 。
就来相爱相杀，就来互相伤害啊！等一下，小姐握力运动就测重高达68公斤吗？我不知道江立德，我只知道我可以硬举，我是可以硬举到60-70公斤了，没错。可是我不知道我握力多少，我握力其实说真的还蛮弱的，我觉得。罐头塔吗？啊，基本上其实这个要看粉丝要不要做，因为以往主办单位跟我们讲说，他们因为常常筹办演唱会之类的，所以就是粉丝一定会献上花篮或者是一些什么花束的祝福什么之类的。那这些东西其实基本上在演唱会还是希望粉丝可以准备，不然演唱的该怎么讲？演唱者会蛮寂寞的吧，如果没有的话。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好，如果你们要准备的话，欢迎就是尽情的准备很下趴的罐头塔，谢谢大家。越本土越好哈。像这种离拼图专卖店很近吗？不要，我没有要拼图，不需要哦，不用哦。就说那个什么二头肌真的有点猛，是不是？我觉得那个是角度啦，我就故意挑一个就是很可怕的角度，但其实没有这么夸张啦，那个就是一个角度问题啦。薄荷穿西装啊，欢迎。11月可能不是很冷，但是应该比较不会这么热了齁。然后薄荷穿西装可以啊，不要，我不要拼图。9月过去之后就会跳出说我以为10月啊，好，每个月都在讲同样的事情这样子。而且我一聊跟你聊半小时等一下，我今天要唱歌呢，我今天要唱现场看什么片？我不要拼图塔，我会崩溃！不要，拜托，我真的会崩溃。用2卡戒指，1卡6个底卡没问题吗？好啦，盛虹真的是我那个水晶供应商哦，盛虹已经供应我好多水晶了。然后看一下，这就有点皮吗？怎么有点皮啦？等一下干嘛？我没有皮啊，我只有说闪灵2人组哦。硬举才45公斤吗？哇靠，张立德，我觉得硬举过你了老娘硬举过你了是不是？我是真的可以举60-70公斤了，可是才1-2次而已啦，就是那个挑战极限1-2次这样。薄荷不要穿小洋装吗？薄荷要跟他们家莫西穿小洋装来见我是不是？可以呀，どうぞ来てください。楽しみしてるわよ私が。我很期待哦，送你那个紫金券可以拿来消除水晶的负能量。有啊，我现在都放在我的财位，然后如果我今天有带水晶出门的话，我回家就会把那些水晶放到旁边，让它震一下负能量之类的吧。对，应该是这样子使用方法是正确的吧。喝个水。好，然后我今天没有意外的话，最晚就陪伴大家大狗的，就随便唱聊聊，大概2点半3点吧，就是时间差不多。对。然后明天也是中秋节放1天假，对，所以今天就好好的陪伴一下大家。也谢谢大家，就是在礼拜5我们重大告知的时候，你们让我知道说，就是基本上大家其实都是跃跃欲试啦，就是很开心，真的很开心。然后至于那天抢票当天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其实我们也都不知道，我们也都不知道。但反正那天我们就乐见其成啊，乐观看待。然后因为21号又是礼拜6，所以我基本上是没办法开台，但是会提醒大家记得抢票。然后如果我们有里面的成员里面的伙伴如果有要开台的话，那可能他会开台，然后就是算是陪伴大家抢票什么之类的台。那如果猪猪有空的话也会过去打个招呼这样子啊，如果没空的话就没办法啦。有一种被比下去的感觉吗？你是说我有办法硬举60-70公斤吗？不用比，重训是自己的课程，不是别人的课程，不用比。官方把游戏规则提供出来吧。好哦。目前，而且他们的网页原本是说今天下午很像可以，我看一下现在连结连得过去了吗？很像是说今天下午会显示。有了啊！出来了啊！呀的，有出来了。所以基本上。我早上还连不上去说可以了吼。好，我这边目前是点进去是有的，好不好？点进去是有的。松松伊拉夏，松松欢迎哦。然后水晶手链是挂上去，紫金正上。好，手链是要挂上去。好，对，好，我们这个基本上购票网页应该是出来了，然后里面一些详细办法应该。好，因为其实我很像从以前到现在没有什么抢票的经验，所以我就连去看阿妹的演唱会都是我朋友帮我抢票
所以你们不要问我说有没有什么，就是什么什么，万一什么网页宕机啊什么之类的，我这些经验值完全是零哦，完全是零。Kimo 伊拉塞，规则什么都跑出来了吗？好的好的，有划重点的请注意，请使用多个装置浏览器分页有机会导致啊。好好好，谢谢谢谢。好，这个各位就是熟悉抢票的大佬们，应该是比我还了解，所以好，总之大家就是看好之后，然后9月21号记得也不算下好离手啦，对，这不是赌博。总之呢，就9月21号知道规则之后就抢看看，对，然后应该他是建议说可以先加入会员，然后并尽早完成就是手机认证以及电子信箱认证，可以就是多一些时间抢票之类的。委托好同事帮忙吗？居然，哇，长官居然还有同事可以委托，真的是有够现充的，是不是？好哦 ，OK， 总之页面真的出来了。然后其实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抢票，因为我只知道购票方式说明，然后我其实购票方式说明，然后我不晓得哪里可以点进去抢票，好像还没有亮出来吧，我也不知道。对，到时候可能21号，麻烦大家再稍微找一下，要点去哪里购票，这个我自己好像也看不到。有会员吗？好好好 ，OK， 专业已经有会员了，到时候再认证的话，可能都来不及。认证完之后就是都好了，如果真的认证完之后就都没有了的话啦，对，皆大欢喜，代表说这一场大家都还蛮踊跃的这样子，好不好？言语伊拉塞，言语你看起来很好吃，同事吗？跟性冲没关系吗？只是凹同事吗？可是一定要感情好才有办法我自己的话是这样啦，感情好才有办法拜托对方。而且因为长官的个性，基本上我觉得他还蛮多朋友的，对，所以我认为基本上就是朋友互相帮忙。因为我这边的姐妹其实他们很乐意帮我抢票的那种，因为我自己时间上也非常非常的死，很多时间都是被打死的，所以抢票这件事情他们也都是知道说猪猪你就忙你的，抢票交给他们，因为可能我抢也抢不过他们啊，所以干脆交给他们。所以基本上那个就是看你跟对方的感情啦，对。那个同事就之前难怪原来是这样子。对啊，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吃你们的感情的，对。而且我相信其实长官不是会凹别人抢票的那型啊。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感情不到的话，我不会帮对方抢票我会觉得说我干嘛帮你抢票。我们是很好吗？很熟吗？对啊，午安内伊拉塞阿成，谢谢你过来吼。对，原来是那位。撑了5个半小时，真的要吃饭吗？哇，快吃快吃，加油加油！大家工作都辛苦了不管上班、上课、开会、工作的大家，お疲れ様です。谢，我看一下现在时间12点41分哦。好，来，我们是不是来轻轻的来唱几首歌？轻轻的来唱几首歌来迎接明天的中秋节了。你进有会员了吗？上次忘了买啥是不是？早上忙爆吗？我也是，我早上也好忙，我早上一堆事情也是压在今天早上才有时间弄，然后弄一弄很夸张。我要弄周表的时候，我以为我还有一点时间，就想说靠，怎么已经12点了？我周表刚速快点弄出来，有没有错字什么的我不知道，有错字就算了，已经没时间了。2岁当肥肥这个名字怎么这么可爱？伊拉塞，今天是有各种圆圆的歌吗？我今天歌单没有特别挑圆圆歌我觉得很像就还蛮随性的看到什么就唱什么吧。今天早上开车的时候还听到林宥嘉的那首歌，看见什么吃什么，就突然觉得这些歌就是听了都会好恣意好轻松这样。中秋节唱月亮惹的祸吗？我们有其他选择。我们可以有其他选择公寓伊拉塞想起来了吗？几年前抢了 Lisa 的Lisa 的演唱会门票也是在这个地方抢，是不是？我真的对演唱会无缘应该说时间太忙，很多事情基本上都卡在要工作啊，或者是干嘛干嘛的。然后没想到我自己没有时间去看演唱会，但是居然在11月的时候我要上台表演给你们看了，你们要来看我的也不算是我自己个人，但是我们的联合演唱会，就觉得
好神奇哦！我自己真的是忙到没有时间去弄演唱会。哦，不应该说没有时间去看演唱会，但是没想到你们要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你们懂那种感觉吗？就是抢票什么的，或者是买演唱会的门票什么的，根本就也没什么经验。まさか，对呀，会觉得自己居然接下来是要站上舞台，让你们来抢票，好妙哦！有时间一定到吗？阿成，谢谢谢谢。ガラスちゃん、まだ来てくれるのかい？初めじゃないよ。初めじゃないよね。このガラス。手根さんじゃないよ。今天的ガラス讲好像是被他非常優しい的日本友人盗账号了哈。安鬼先生いらっしゃい。在其他选择吗？左手指月。好，八月先生已经非常了解怎么迫害我了。你非常了解怎么迫害我。去听演唱会只好自己上去唱。我没时间听演唱会，我只好自己上去唱演唱会这样子。菜菜いらっしゃい。他参加一场演唱会，只好自己唱一场演唱会这样。我就觉得，其实我这两天在讲这件事情，就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对啊，因为一路以来其实就没什么时间去给自己做一些比较娱乐性的一些东西吧。主要是因为我太忙的关系，有些娱乐我就放弃掉，可能就会选择说有时间我就是专心过来陪伴大家，或者是经营这个频道，或者是有一些工商合作就试看看，学着做看看之类的。所以我几乎是把我自己的时间压缩成没有自己的时间的一个状况，所以想去享受个演唱会，哇，真的也很夸张齁。有时候我都觉得我是不是太自虐，可是没办法，我的私生活因为真的是很高压，所以我觉得就可能听听朋友去玩的心得，对，或者是说如果他们今天要帮我抢票就抢。可是我有时候因为那些票有些很难抢啦，就其实他们帮我抢到了，然后可能刚好有姐妹想去，我会把它让出来说，不然你们去好了，因为我真的没什么时间，大概是这样子。对，所以就没想到就是没什么时间去看演唱会的人，就觉得好有趣。你们921要抢我们这场演唱会的票，然后我是里面的表演人员之一，都觉得超神奇的。好神奇哦！丽江，谢谢你，谢谢你的夸夸。对啊，我觉得说突然觉得说很神奇，我不知道该怎么说那种感觉。ガラスちゃん、メンバーギフトありがとう。红茶豆浆いらっしゃい。然后默默帮忙寻老歌吗？学长，你又想干嘛？是你的午夜就是坐在电脑前吗？等到可以不用啦，你们中午大概11点半再坐到电脑前就好了啦，好不好？11点半差不多啦。你们中午午夜12点坐在那边干嘛啦？ガラスちゃんメンバーギフトありがとう。你们如果有获得会籍的，记得谢谢一下大佬送出的会籍。猪猪去了一场之后回来之后，肯定会说当下我会啊，因为我其实对于这些表演性质的东西很容易共感，然后常常会听到哭出来之类的。为了不要浪费我的眼泪全部都是猪猪的，对，还是你们去看就好。至于呢，是1月9号，如果你们有抢到票的，我希望我可以就是有说不紧张有点难啦，因为我也真的也太久没有上台表演了，所以我尽量不要让自己紧张。但是我只能跟你们讲说，我只能尽量，在拘自己。等一下，你害死你干嘛拘自己？你想自攻自受吗？开关先生いらっしゃい，开关先生出现了。开关先生基本上也是非常非常，就是一来到 DC 就非常融入，变成了友军齁，变成了你们的友军齁。对，那天抢票我记得是星期六。妖老能不能暴走飞雪获得美人归呢？好，让我们继续看下去。然后开关调到OK， 开关先生，你可以把你的开关调起来，没错，就是这样子 ，Switch on， 好不好？早安、午安、晚安。我觉得开关先生也是一个蛮有梗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有趣。今天回避率好高啊，烧球淡掉是吗？等一下阿翠你在读什么？我们欢迎阿翠中差一拉赛，我们在讨论21号，大家就是努力加油抢票啦！想要跟我相爱相杀的，抢到票再说啦！提前21小时开始准备抢，你们不要因为提前12个小时，然后坐在电脑前，然后因为太累了，然后中午12点就睡着。OK， 完美的抢票，完美的没抢到票这样。
拿出大学抢课气哦，是，拿出大学抢课的气势这样子。然后对是哦，所以大家有人称他为关关，然后我是称之为开关先生。好哦，开一来就好多的那个不一样的那个昵称吼，感觉非常的受宠。白字好像确定可以自攻自受。有之前像我看到一位观众真的有自攻自受到自己，觉得蛮好笑的。开一来就被带坏了，不，我觉得是开本身就有这个潜能。开先生，我们开关先生本身，他随时都可以把开关打开，融入某个群组。那梗都是下地狱的那种吗？你很快就被带坏，你最好是被带坏的。你的不是开关先生，我只能说应该是非常会读空气，他应该是在社交上面还蛮擅长的，我觉得。开关先生，谢谢你来到我们 DC， 也是谢谢你，就是又来到了啾啾的频道哈。开就被关起来又开起来，对，你们倒是玩得很开心嘛啊！提醒一下，登录太久会被踢出去啊！有时候说抢票系统如果登录太久会被踢出去，好，这个你们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不然又要重新再登一次，气死！然后登回来之后，怎么票没了之类的。当然，如果当天就是卖票的状况是这么理想的话，我们会很感动啦。对，因为毕竟这个试水温的表演，我们现在也不晓得说现在就是大家的接受度怎么样，会不会就是雷声大雨点小，有没有？对啊，就万人响应，一人到场，这个就很尴尬，你知道？所以我们就只能我们就做看看。对，那如果说反应真的不错，我们票真的有如期抢光光的话，那我们4位一定会尽可能献上最棒的演出。好了，当然啦，如果就只有一人抢票的话，一人响应，我们也会献出最棒的演出啦，好不好？什么地方有机会丢到骚球，立刻不想狙，又是怎么了？骚球你是欠大家汇钱是不是？就我们的球球射中自己这样子，对，是球球没错，一直很乖，乖乖陪在迪卡芬身边，谢谢你。跟学长说你不会英文，然后刚刚那个外籍的就说啊，等一下，哇，好哦 ，How are you？ Say好，应该是这样吧。然后彼此第一拉下来，想办法抢到票吗？想被踩吗？你们要确定有办法抢到啊！我们在考虑是不是真的给你们一人一拳啊？一进来就被疯狂玩弄吗？我就说开关先生，你的开关随时都可以 CG on 啊！これが素晴らしいじゃないか，开关先生啊！开的开关被打开了，一来就被打开，真是被带坏的吗？小五，你真的是被带坏的吗？我觉得小五还蛮吃瓜的啊。好了，小五不管是不是带坏了，谢谢你今天过来。传说中的鼻子滴也出现了吗？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好啦，真的不要聊了，再聊下去不用唱歌了。来，现在时间12点51分。不管你们921是不是真的有抢到票，然后也谢谢，就是真的当下，在我发出这个消息告知的时候，对。让我觉得真的有万人响应的感觉啦，这样就好了啦。至于当天是不是真的这么多人抢票，我觉得就平常心。对，好不好？你适应的如何？然后就台湾还习惯吗？好。马来西亚假日2天吗？所以你来了吗？好哦，鼻子弟你来了，没有问题。是被你自己带坏，8月先生被自己带坏，自己就是自己的坏朋友这样。等2个小时都在杂谈呢。我要唱歌了，好了，我唱歌了，好不好？这样就好了吗？大家下班了。好啦，你们可以下班，但记得继续挂台。我今天会陪伴大家到大概3点左右，好不好？直接响应到让猪猪觉得你们都不惊讶。对，你们好响应哦！我那天公开之后，你们居然没有哇 ！VTuber 还有这种表演形式哇，真是太酷了！哇，原来你们准备了这么久，没有哦。一副就是好公开了是不是？好啊，什么时候开始抢票？票几张？好，是怎么了？是这样？你们预判我的预判吗？是这样吗？我想说，你们应该都会很惊讶，我们怎么是筹备了这些活动，然后哇是这种形式的就没有？你们整个就好公开了，好抢什么抢票？什么首度？好几张？你们惊讶的点怎么跟我不太一样？你们现在是什么？哇，这是演唱会也太累个了吧？累个了3天不2天，太累个了，累到凌晨3点，然后反正都是歌杂，直接一直杂谈也是 OK 哦。这样也不算是标题炸，亲吼3哥。
刚好3点刚好出门参加中秋烤肉。好哦，今天晚上可能大家都有稍微有一些烤肉的行程哈。哇，真的假的？开关先生太慢了，但不是很惊讶。等一下，你看。我就觉得从我那次打水漂之后，你们就完完全全没有动静哦，你们就很像已经在等着我，就是在发表些什么东西哦。就打水漂那次之后，你们就完完全全都不问我哦，你们都非常非常的有默契哦。我想奇怪，打水漂之后你们怎么都完完全全没有怀疑说奇怪这个活动有没有要办？结果你们根本就已经觉得说会办的，不是吗？你们根本已经是在期待我什么时候发表了。OK， 就是那一天发表之后，马上没有人意外哦，马上就公开了哦，好要抢票，什么时候抢票？哦，什么罐头塔，好哦。你们真的是好啦，谢谢你们哥们。我觉得你们是可能我真的不太会说谎吧，所以我很像有透露过的什么东西，你们就会默默的在心里面期待。终于公开了日期，该抢了，可恶，上班气死。对，就是这样子啊，大姐就是一副就是上次那个表单都填过啦，不是会办吗？应该会办啊，对啊，就会办啊，要不然你们刚刚问我嘛，就是你干嘛问我们呢？那个表单填假的吗？好啦，不会让你们填假的啦，谢谢你们填表单。很棒哦，你还是超坏。等一下，你跟什么？你是 IE 是不是？等一下，所以抢票要用 IE 吗？是这样子吗？填上那张表单就知道有这个活动了。我在你们填完之后，我还一直故意不聊这件事情一直故意不聊，你知道吗？就你们就是心里面默默这边收下来，就已经在想说会办了。你们怎么可以这么笃定就是会办呢？对不对？搞不好不会办啊。那过线上演唱会在那边给迪卡的 USB 里面是我知道哦，深红谢谢，就准备等我发布。意外是什么我不知道。然后粉丝对。好，我承认你们精明干练，可以了吗？抢票用阿姨3天后才发现自己被踢。我想说，哇靠！你们现在居然有人斗胆抢票用阿姨呀，酷哦！觉得故意不聊的事情也是，哇，好黑哦，叠对叠。我觉得故意不聊的是，好，搞不好是你们，因为你们可能，你们真的太聪明了啦！在隐藏的时候你就猜到，万一上一个星就会大聊特聊，哈！好啦，反正就是你们预判了我的预判也没关系啦。921记得把票抢好抢满哦，好不好？对，我们就隐藏了这么久，结果居然我们都在叠对叠。好，阿成先休息，我要斯密纳塞。越不聊越觉得成功的机会很高，对不对？搞不好我不聊就代表说没有要办，然后因为我很难过，也不想让你们难过，所以我就故意不聊，也有可能啊，对不对？深红谢谢送出一个会籍，这才是相爱相杀叠对叠。但是你们预判了我的预判，好不好？好，各位精明概念的我的哥们，好不好？这个反而要一直聊才不会被发现吗？难道我要跟你们讲说，上次那个打水漂的东西我不知道有没有我好焦虑哦，这样你们才会就是开始起疑心，说搞不好没有吗？是这样吗？可是我不想骗你们，就有的东西我就不想骗你们，我就是为人太正直了，你知道？所以我下次就是要大聊特，好像就聊一聊，把那个所有的内梗都曝光了。直接被主办单位列为黑名单，这样还可以猜你们会不会起义吗？可是我就不擅长调这些东西，还是不要聊好了。对，不要聊反而是好事，因为搞不好聊一聊就把人家内梗都曝光了，然后下次人家就不揪了，对不对？好啦，我真的要唱歌了，真的聊太久了。来唱歌。阿照伊拉塞，反而因为太不会说谎，直接通通曝光。对，我这个人，你要我大聊特聊，就是这个东西一定就是真的。对，本人从小就是不擅长说谎。真的呢，我今天没办法，就是我今天有的事情我才会讲，没的事情我就不会跟你好小。可能意外的就是太过正直，不太适合经营 B 哈。因为 B 一定要添加一点人设，或者是有一些事件在里面啊。然后老娘就是完全没在藏的，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就跟你们讲，然后就没有的事情就跟你讲没有，有的事情就跟你讲一定有这样。
为人太过正直，难怪被你们欺负，难怪被你们吃得死死的哈。牙医师，谢谢送出一个会籍，谢谢你们今天疯狂绿化聊天室，感谢感谢。我都还没跟你们讲说要冲最后一个贴图的5000会籍哈。对，你们现在已经是开始有一个该怎么讲预备了吗？预备开始要冲了吗？这个预前赛这样吗？就是说了一个很大的话，你把我对你的爱好，我们该唱歌了。谢谢他瓦提醒我要唱歌了，对我该唱了，好吧，我该唱。有要冲了吗？我今年都有想要冲啦，牙医死。对，但是我只是考量到说，我下半年比较多大型的活动，特别是你看票抢下去又是一笔大的，对，所以我今年比较少力气的活动。对，也是因为这样子，希望大家好好存钱，我的活动你们都可以参加到，或者是一些可能比较新的周边、很下趴的周边，希望大家都可以买到啦。所以我今年度很少力气。对，不过如果有一些值得庆祝的事情的话，我觉得搞不好可以打铁趁热吧，就是把最后一个贴图冲出来。好，到时候牙医师また来てくれるのかい？是不是？哈哈，老师你来噻，杂谈1个小时，不要说出来啦！我杂谈1个小时算是放过你们了，好不好？小 case， 我之前有一次杂谈2小时才开始唱歌，老娘杂谈2小时才开始唱歌，你们真是想试一下是不是？屡试不爽，没钱可以参加吗？基本上那个要购票入场啊，对啊，还正好1个小时。就不用唱了，我还是要唱，要啦！中秋节唱个歌啦，我们唱个歌，对，来唱个歌。这个时间杂谈2小时起跳，这样，原来这是歌回吗？是，我的歌回总算在1个小时之后，总算要开始了，对。好啦，我还没有暖嗓，但是我们就先看一下。有什么歌可以来随性唱一下？什么都想唱，什么都 OK， 哦耶！谢谢牙医师又送出了一个会籍，谢谢你们在中秋节以前绿化了本聊天室，今天真是大绿化一场太好了，谢谢你们。我要唱随便啦，就这个吧。最近很爱唱这首，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拿来暖嗓。每次歌会就有时间唱1首歌，好，就只有1首歌的时间，给我1首歌的时间，谢谢。疯狂鬼转，是汤包总裁伊拉塞，好，松松怎么了？松松表情怎么突然变得这样，很可爱。好，快去买午餐，去吧。这样细水长流到5000吗？哇，细水长流到5000，可能就开始消退了，你知道吗？1个月后就开始消退了，这样。然后午安你好，星空庙伊拉塞，欢迎你来到猪猪的频道。你吃饱了没有？我好了，我乖乖唱歌啦。我刚刚就是整整1个小时都在聊天，然后跟大家聊说9月21号怎么抢票之类的。谢谢你们要帮我细水长流到5000吗？但是我觉得5000，以上次的经验来讲，很像不用一次50下去砸，很像也没有行或不行吼，因为上次大家50的砸，然后 YT 也疯狂退了你们大概500到1000啊，对，没有关系，随性啊，细水长流，常要用绿化速度，对啊，丢5000个1个会员会累死，通常记得之前当然让50个丢这样。你今嘛是要安怎？我无想要安怎，我想要唱歌，我真正要来唱歌。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你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那你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那你呢？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你呢？
我这里无钱币交易，哪里呢？我这里银行打来了，他说我被盗刷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哪里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的3个会籍，请律师，然后松松老师也整个坏掉了。松松老师你还好吗？我这里天快要亮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气很炎了，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哪里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我不会原谅，我怎么原谅？感谢牙医死疯狂送出会籍，牙医死是真的想单个那种拼个5000这样子送到虚脱。请律师开心最重要，开心啊！波西米亚老师，谢谢你过来 ，Jason， 谢谢你过来，已经跟迪卡结婚了，那你们呢？松松老师坏掉了，但是你们如果对于吉他版本的卡加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请教松松老师，他有帮我们的这首原创曲卡加，把那个吉他的谱弄出来。其实我不知道那怎么弄，我就是觉得这些东西我不懂，所以我觉得很厉害。我不会看谱。然后我也不懂音乐，我就只会出一张嘴，所以我很佩服就是老师们，各个老师们。对，小草可以拉塞，牙医斯，哇，牙医斯你是这样打算从头送到今天我们收播是吗？眼好打快会怎样？这我不好说他哇。牙医斯哇，牙医斯感谢你的绿化就用什么 Word 打的吗？不会啊，我觉得用 Word 还有办法打这种东西很厉害。总之就是，即使是 Word 打，就感觉是更厉害，不是吗？我常觉得我在这一条路，因为我就常自嘲，我就是真的出一张嘴啦，很多东西都不会，对啊，然后你们愿意留在我身边，可能协助任何事情，很幸运呢，很幸运呢，是不是？
我们来唱这首歌吧。有一阵子没唱了啊！等一下，梁静茹的《彩虹》很久没唱了，看一下，我看一下那个版本的还在不在啊？我觉得我要被抽了。欢死你拉塞！我觉得我要被抽了。欢死你吃饱未？你吃饱啊未？你吃饱啊未？今仔是中昼吃饭时间，中昼休困时间，你吃饱啊未？对，我就笑你们没有多多贴图啊，你们就是像只能刷文字啊，怎样嘞？怎样？不是1小时1首啊？开关先生，你现在真的很会哦。抽一张嘴已经改名了的样子，这样子吗？这再买这样子吗？好，你今晚在中昼休困时间，伫咧买你的中昼顿休，普隆公囡仔伊来塞，这是什么暗号啊？这是摩斯密码。我就是要嘟，怎样？我就是要嘟，我笑你们，就只可以刷嘟。然后梁静茹的，好，果然没有梁静茹的彩虹。我先看一下这些版本能不能用。算了，这实在是太 MIDI 了，我放弃，我决定唱梁静茹另外一首歌。我们有这首歌，为什么不好好唱呢？硬要去找那个 MIDI 版本的。好啦，我们来勇气一下哦。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跟着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对，我放弃那道彩虹了，但是我还有很多道彩虹。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突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跟着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如果我的坚强任性会不小心伤害了你，你能不能温柔提醒我，虽担心太急，更害怕错过你。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
的真心。六眼，你们又在那给我空耳。六眼飞鱼，感觉是什么一个大 boss。流言蜚语，你们都听的流言蜚语什么东西？比苏娜的眼睛还多，要帮一只飞鱼移植上另外2只飞鱼的眼睛。你们真的很爱 cosplay 直男哎！你们明明每个都很暖，明明每个都暖男，为什么这么爱 cosplay 直男？像你们 cosplay 直男会比较受欢迎，是这样子吗？是安内吗？刚是安内哈。那我是两面素质。你们都来讲干话。好，哥们，好，没有嘟可以上来，只要嘟一次，就算猪碰一次就好。没有，我刚刚就只有嘟一下而已。我现在精明干练了，我现在接下来要帮各位准备下一首歌。我们香港阿奇歌好久没唱了哈，香港阿奇的歌，宿醉2天，破公斤那公嘟嘟嘟，两边全部面谈，你们很烦欸。然后 Angry 先生在旁边吃瓜，这样多嘟几下。哇，今天时光1小时又过去了，对，我1首歌1小时，2首歌2小时，好不好？我看我今天唱几首歌就几小时哈。哦，浩先生，你的名字怎么又变得这么的冗长？香港阿奇倒数，我的鼻腔共鸣要出来了，好啊，还没到的樱花季，还没用的照相机，还没光临的餐厅，还在期待有着你的旅行。等待日落的巴黎，铁塔之下牵着你，等待说着我愿意，等待未来每天身边有你，一点一点每一天珍惜，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时针一直倒数着我们剩下的快乐，此刻相拥的狂热，却永远都深刻，心跳一直倒数着生命剩下的温热，至少用力的爱着，还乌黑的头发，有你就不怕白了。击败过后是虚日，泪流以后是坚持，真的爱是日复日，从不放弃，从不说你愿意，还没退化的眼睛，抓紧时间看看你，爱是从来不窒息，一个风景，每天新的生命，一点一点每一天珍惜，用尽每一口气，好好的爱你。时针一直倒数着我们剩下的快乐，此刻相拥的狂热，却永远都深刻，心跳一直倒数着生命剩下的温热，至少用力的爱着，还乌黑的头发，有你就不怕白了，咖啡再不喝就算了，饭菜再不吃就冷了，爱着为什么不说呢？难道错过了才来后悔着？谁梦未实现就醒了，谁心没开过就毁了，追逐爱的旅途曲折，就算再曲折。吸口水，一点一滴，很多口水，用尽每一口气，好好的爱你。时针一直倒数着我们剩下的快乐，此刻相拥的狂热，却永远都深刻，心跳一直倒数着生命剩下的温热，
少痛并快乐着，爱过才算活着，有你别无所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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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起来不止一滴，难道我很多滴也要跟你们说吗？我忘了我这首歌每次都找不到可以吸口水的点哈。怎么又饿了啦？我是饿了没错，我没有要吃嘟嘟啊。倒水还是倒水？你会不会倒啊？全都是泡沫。Q 到这首歌可是我嗓子还没有到可以唱那首歌。我觉得我要唱吗？谢谢 B Stage 认证我猪猪金梦概念。小天你自己说你是不是去威胁官方？你是去威胁官方？官方实在太会做功课了。我这个官方我要跟他叠对叠。我这个官方实在是果然是你们的友军啊，很好，专业，这个官方给过好不好？全都是泡沫，会不会倒酒？全都是泡沫，你会不会倒酒？好啊，来呀，来相爱相杀一下。泡沫。不过我这首歌可能需要先 setting 一下，因为它一下下马上就要唱了。不是子琪，等一下，你让我 setting 一下，不是，没有，你乖，我先把曲名丢上来，发来帮我推广。我知道啊，这是我的好兄弟，发您真香，我真谢谢你啊。好啦，跟大家打打闹闹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把这个 V Stage 的这个消息推出去，好不好？嘿，不管老娘是不是真的金盟干练，绝对是被误会的啦。我跟你讲，官方认证我金盟干练，好不好？这我们 say 好的，好不好？我就是让你们当天11月9号来看我金明干练，好不好？好，这我跟官方 say 好的，可以吗？可以吗？好啦，那我那个什么时间 say 不 say？ 我那天看到官方打金盟概念，我在电脑前笑到快疯掉，你知道吗？是什么鬼？然后我就觉得说，一定是被哪一个大佬威胁，怎么可以说金盟概念？我就把金盟概念的这个耻怒收下了。我绝对会在11月9号给你们看到金明干练，不要加起司就好，起司好吃啊！什么说金盟干练，压死有种飞来台湾啊！那种高粱棒冰淇好喝是吗？是吗？开关先生，一日金盟干练，日什么都。我认真怀疑官方一定就是被我家大佬威胁了，对，可是官方有苦说不出啊，好不好？我们官方有苦说不出，是不是？全都是泡沫，会不会倒酒啊？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已插花火，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但爱像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早该知道泡沫一触就破，就像已伤的心不胜折磨，
谎言再多，基于你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已成花朵，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爱本是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在每个花朵盛开过就凋落，再亮眼的星一闪过就坠落，爱本是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为什么难过？有什么难过？为什么难过？全都是泡沫，你会不会倒酒？你所有承诺，全部都太脆弱，而你的轮廓，怪我没有看破，才如此难过。相爱的把握，要如何再搜索？相拥着寂寞，难道就不寂寞？爱本是泡沫，怪我没有看破，才如此难过。在雨下的泡沫，一触就破。当初炙热的心早已沉默。说什么你爱我，如我骗我，我宁愿你沉默。会不会倒酒啊？全都是泡沫。休息一下，喝口水。这位摩西你怎么又出现？摩西，中秋节快乐！不知道你是哪一位摩西。总之，谢谢你的出现。酒精大哥伊拉塞，全都是口水，什么全都是口水？好，对，我在吸口水，好吧？我要喝水。好，来自于邓紫棋的泡沫。不会喝酒，我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啊，因为其实我也不喝酒，全都是口水，偷偷在发抖。来了一个摩西，又来了一位摩西，是怎么了？中秋节以前，那普天同庆，摩西出现，这样吗？我到现在还没有抓到那个，我只有抓到初号机啦，但是其他颜色的摩西，我完全不知道谁是谁。想喝口水就是迪卡尔，是不是？这个摩西怪怪的，这个摩西怪怪的。不喝啤酒但喝烈酒，我知道很烈不是吗？最烈的那个，听起来是摩西。开关先生知道我们家的摩西的传说吗？摩西庆是什么？装到初号机就很抠。我觉得我已经用洪荒之力抓到初号机了，对，这样就够了，这样就满足了，好不好？来，我找到下一首歌我要唱什么了。Redstone 伊拉塞，新来的坐等都市传说吗？本频道都市传说之一，永远都抓不到摩西有几个，而且我只有抓到一个。对，
其他衍生出来的 Moshi 基本上永远抓不到谁是谁。然后本频道的都市传说之二，我们家高阶会员有点多，已经是团扇的数量，所以衍生出了3200或者是3800，比600块还便宜的都市传说。谢谢大家，谢谢，感谢爱用高阶会员支持本频道，谢谢大家，谢谢。全都是烤肉，你没有烤给我。阿强，你坏掉了。就躺到床上，突然灵光乍现，今天抓到绰号机，是真的绰号机，是真的，绝对是真的，不要再好小我了，我觉得我又要被混乱了。等一下，好大声！我爱你，谢谢。我爱你，谢谢。我爱你，谢谢。好朋友啊，烤肉啦！即使你今天吃成月半，一样是我的好朋友了，好不好？祝福你，月圆人更圆。不客气。啊，你的烟最后戒掉了吗？那些年过得还算幸福吗？这咖啡的甜度早就是你爱的，重逢的我们一切全都变了。你问我还常常加班吗？那口气还是一样的温暖，时间总是较热，把好的都记得，当初为什么没好好在一起呢？那年我失去最好朋友和我最爱的人，你们相爱，我和悲伤共生共存，而爱从不由人，对错不会永恒。但当时我只懂憎恨。你问我还常常加班吗？那口气还是一样的温暖，时间总是较热，把好的都记得，当初为什么没好好在一起呢？那年我失去最好朋友和我最爱的人，你们相爱，我和悲伤共生共存，而爱从不由人，对错不会永恒。但当时我只懂憎恨。好想鼓起勇气陪你聊聊美满的人生，你的快乐我凭什么感觉残忍？眼眶就算苦涩，心也该放下了。好朋友，我祝福你们。你们在讨论几只什么东西？被闭眼蜘蛛先生来了。
我每次看到 Baby 原蜘蛛先生那个汁都觉得超可爱。谢谢谢谢，你们相爱我和夫妇共生共存吗？可以啊，我就是要看你们相爱啊，是不是？你们哪天不相爱了？你们怎么可以不相爱？你们哪一天怎么可以不相爱？你们就是必须要相爱啊！我靠，好病态哦，你知道吗？你们的推好病态哦！你们哪一天不相爱了，我怎么活？好，没事，还是可以活啦。对，但是呢，我的能量来自于哪里？你们都知道的嘛，对不对？谢谢各位，你们都是我的骄傲，懂我的意思啦哈。Max 去上中秋节是不是大量近视？对，我大量近视了，所以我礼拜五又要去好好给他来一个好几组的深蹲。我会啦，因为9月份的饭局就多，然后刚好又是中秋节，家里一堆可能绿豆椪、中秋月饼之类的。对，你说我不蹲吗？蹲好蹲满啊！不相爱了，就像喜欢的 CP。对，没有错。我的糖在哪里？我的热量在哪里？我的能量在于你们呐！你好，下次先生。怎么我没有要吃嘟嘟啦？哦，仿佛又学到了什么？等一下，开关先生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哦，他像一直在本频道吸收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你的耳膜没了吗？好啦，我们弟弟们必备耳膜是必要的，不是吗？中秋节快乐！这首歌我觉得很古风，还蛮适合中秋节唱的，不知道为什么。谢谢来到朱迪卡频道听歌的大家，明天猪猪进红周休，但是今天唱好唱满陪伴大家。什么芋头兔兔？初见落缱绻，誓言风吹云舒卷，岁月间问今夕又何年？心有惜但愿执念，任回过今年，弹指间繁花开落多少遍？这一世千般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寸土，一年暮，一回一树，一滩土，情史中爱偏开在迷途。望前路，望旧物，望心，望你，望最初，花瓣般留在爱你的路。这一世千般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不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寸土，一年暮，一回一树，一滩土，情史中爱偏开在迷途。望前路，望旧物，望心，望你，望最初，花瓣般留在爱你的路。前程夙愿，来时路，一年桃花映国度。那一年谢绝时光再重复。听雨疏，望天湖，人间渺渺情难诉，回忆般般留
放开那个图带去看。好啦，唱歌不应该看聊天室，但我就爱看你们在聊什么。我抽到笑点的是三哥说传统开关还是遥控蓝牙开关。我真的是笑点太低还是怎样？我觉得这个爆干好笑哎、这个超好笑哎、床头开关还是遥控蓝牙开关？然后我是笑点太低是吗？我觉得这很好笑哎、让我喝个水。就明明是在唱一首这么风雅的歌，然后就看到这句话，我想要靠，这是到底是超靠北的这首歌。这首歌就被我唱的，就是一点那种诗情画意的感觉都没有了，蛮低的嘛。好，谢谢你们大家。然后以前你那个什么，哦，圈圈的电视开关，什么圈圈的电视开关？有以前什么圈圈电视开关吗？好来，灯怎么样？圆圆，为什么什么灯圆圆？什么东西啦？你们又在讲什么？圆圆圈圈。圆圆的电视开关变成圈圈的电视啊？等等，所以我刚刚圈圈的电视开关，这样好，即使是圈圈的电视开关好了，什么是圈圈的电视开关？对，我一直在看错啊！对，我一直在看错，好不好？哎呦，因为我现在的那个麦克风的架子都会有时候都会挡到那个聊天室的该怎么讲视线，然后我就各种看错字，真是电灯。圈圈圆圆圈圈圈圈圈圈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熟悉的温柔满月的温柔的脸。那请问圆圆的电视开关又是什么？为什么我不晓得什么叫圆圆的电视开关？六一拉塞，各位熟男们，你们的年代跟我可能不一样哦，还是甩锅这样子。各位熟男们，你们年代可能跟我不一样哦。还好这边有叫圆圆这样，圈圈圆圆圈圈，指的是谁胖了？这我不好说，明天中秋节嘛。古早电视是用旋转的，我不知道古早电视是用旋转的开关是吗？各位熟男们，我们的年代真的不一样哦。我其实真的不知道呢。3台是这样吗？那个就有的牛吗？你那个叫做穿越，你知道吗？你那个叫做穿越，好不好？牛吗？古早电视吗？真的哦，手放在荧幕上面用开关先生，我觉得我该唱歌了。开关先生，我觉得我该唱歌了。等一下，哎呦，我一直在看错字。最严重，等一下，你说圆圆的开关是胖胖的那一个吗？我觉得它那个不算是圆圆的，我觉得它就是胖胖的，然后下面不是尖尖的吗？但我的句子一直没念对过。好了，对不起啦，我唱歌啦，我唱歌可以吗？什么胖胖的？不是，我不是在说开关先生胖哦，你们很难沟通耶。就这样讲到开关，然后开关先生都会很敏感，谁臭我这样？等一下，我们闭损起来啦，坏掉了你各位，闭损起来，不行。原来我们一直都没有对上我们的话题是吗？算了，唱歌，我还是唱歌好了。好，我闭嘴，我唱歌可以吗？我唱歌就是了，对不起，我唱歌，对不起。很不会聊天，会不会聊天呢？我唱歌。讲一句歹势，讲话无算话。
伫这个轮回。啊，圈圈的电视到底是啥货？到底是啥货啦？吼！你看日出的鸟仔咧啼，是自然的温馨作势，像人心若痛，人讲上多，要上多歹势，予人心顶地。随我再经过，谁拢袂放过。有一种缘分，予人作伙，也着有缘分今生今世。可惜咱两人，几千万年也袂当相陪。天地之看，予人美相做，四季轮替，替无咱两个。我不甘愿孤单流浪，亲像孤鸟电视咧飞，满世界找你的人咧跟，敢讲注定我甲你无缘，将我灵魂对甲必顺，我也无后悔。免上多解说。予人心顶地，随我再经过，谁拢袂放过。会当放过我的袂？有一种缘分，予人作伙，也着有缘分今生今世。可惜咱两人，几千万年也袂当相陪。天地之看，予人美相做，四季轮替，替无咱两个。我不甘愿孤单流浪，亲像孤鸟电视咧飞，满世界找你的人咧跟，敢讲注定我甲你无缘，将我灵魂对甲必顺，我也无后悔。我不敢看是电视咧飞。天地之看，予人美相做，四季轮替，替无咱两个。我不甘愿孤单流浪，亲像孤鸟电视咧飞，满世界找你的人咧跟，敢讲注定我甲你无缘，将我灵魂对甲必顺，我也无后悔。将我灵魂，将我的电视机对甲必顺，啊，我嘛无后悔。我的电视机对甲必顺，我嘛无后悔，我都找无遐啥物圈圈的遥控器。真是电视咧飞，都会被妈妈打。这台电视我对甲必顺，你这毋食囝，你今仔日莫食饭啊！是啥叫你对甲必顺呢？你这毋食囝，讨袂听你给我过来！哦，烦欸！我刚就想到原来的那句话回不去了，就觉得干超好笑。所以原本他娃是想跟我讲说，以前远远的开关是这个意思吗？是电，所以从头到尾，从头到尾就是没有电视，然后我就是看成电灯，然后我的圈圈圆圆搞错，然后电视电灯搞错，是这样子吗？所以
从头到尾我都没有搞清楚他妈妈在讲什么。然后我还这边想说，奇怪，怎么电视为什么圆圆的开关？你刚你可以打爆电视机了吗？开玩笑，我就用我可以硬举大概68公斤或者是70公斤的力气，一拳打爆电视。我跟你讲，回龙在听电视机在飞，从头到尾。不是的，我下次把我的那个视野照给你们看，你们就知道我多么克难了，好不好？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受伤，你们一定要共感我的现在就是看聊天室的那个视角是多么的克难。什么东西？惊跑了，谜底叫圆圆的开关是电视，在飞的是电视。摩西，你乖，你吃瓜，就说要插眼的视野吗？请问我怎么觉得这句话好像让我想到一首歌？你是什么叫做我受伤？汤包总裁你很坏，说对啊，开车被 A 柱挡到一样。我这个马古尼亚这个视野不好，好不好？副萤幕要改42寸，牛吗？我的副萤幕很小很小，我好哟，我等一下照相照起来，一定要让你们知道我的视野多么的尴尬。为了你们的一字一句，我每天都用洪荒之力在训练我的视力，你知道吗？麦克风老扛了，梦唱一拉下。好啦，唱歌啦，但是在那之前。我要先去摘花，然后好，网页今天12点基本上应该已经开了哈。来，我先把我们的售票链接，让大家可以再次进去看个仔细，然后猪猪摘花去。好嘞，不啦 ，V Stage 的售票链接，等一下哦。迪卡抱抱也是行的。baby 原之猪也坏掉了，怎么有老花？这个戴眼镜没有老花，只有近视。面线快退，突突快闪，怒火烧尽。素居然要出大绝了是吗？怒火烧尽9重天都出来了。等一下哦，我要把 V Stage。怎么一句话可以讲成这样子？不应该说怎么一句话可以看成这样，我真是服了我自己了。朱迪卡 I 服了 you 啊，真的是 I 服了 you 啊，一句话可以看成这样子。看一下哦，抱猪猪是没办法，但是打爆你一拳，请把3800抢起来就有机会好吗？来，我们要置顶上去哦，你们可以趁现在稍微看个仔细哈。好，来。好啦，我要去摘个花，马上回来。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
特殊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自发的初心。我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厅内底，面纱放开，掺着颜色，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红仔来这，只有一片土地香味，情感事，敢有需要搁提起？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搁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人间有上自在变拢是。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的气味还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千年的古迹，送来予人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厅内底，面纱放开，掺着颜色。吸引着我的心，赶紧注意。红仔来这，只有一味土地香味，情感事，敢有需要搁再提起？这世间的匆匆，搁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上自在我面拢是。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的气味还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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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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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刚刚给你们听原创曲的时候有断断续续的吗？还是还好？就是只是画面就是一只猪在那边。原创曲有断断续续的吗？还 OK 吗？现场演唱我就没有唱。你们很奇怪，我放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预录的，就嘛好了，反正就是录好的 cover。你们跟我讲说那个是现场演唱，然后我现场演唱给你们听，你们跟我讲说那是预录的，你们难沟通画面没问题，就只有嘟嘛，什么东西？听起来跟原唱一样吗？好，是，感谢，好，原唱，这原唱，谢谢大家。听起来就跟原唱一样，是什么东好 ，OK， 对，就是原唱，好不好？对，我会努力超越原唱，好不好？对，我放影片，你们跟我讲说是现场演唱，我现场演唱，你们跟我讲说是影片，你们真的是很难沟通你说金话通形象才看到吗？他不用遮吗？的确是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演唱会基本上对他而言就比较该怎么讲，就还就是他可以去实行的风格，但是我们自己生而为 V 就比较突破性的一个演出这样子。然后11月9号预定是刘成赫吗？谢谢
对，我突然想唱江南，这样好吗？这个画面怎么回事？没事，就是一只嘟嘟猪。然后看一下，然后遮一下上面，展现了中文的博大精深。我谢谢你哦，开关先生。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开关先生的讲话风格跟长官有一点点像。对，哎，你不会也是人夫吧？我觉得开关先生讲话风格跟长官有一些些像，哎，好有趣。然后就，哎，你不会刚好也是人夫吧？然后在这边，如果你在这边的时间轴放猪猪唱这首，会不会很过分吗？好，随便啦，你们想怎么标都好啦。就上半场、下半场2场都有哦，就是基本上是分上下2场没有错。然后啊，所以才跟你们讲说，你们上下2场可以都买票，因为我们的视觉跟听觉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的造型跟我们的选歌都不会是一样的，好不好？那至于我们选了什么，不能被透露，所以当时才知道这样。现场预录傻傻分不清楚，在想那天要不要去吗？就是基本上921如果有抢到票，基本上就是希望可以见到大家啦，好不好？也希望真的是有看到抢票的盛况，对，因为我们这一次真的是也是战战兢兢的，很期待跟大家见面，但是我们也不晓得说大家的接受度怎么样。然后，总之想去的就支持起来，让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好不好？才16岁加100。好，我真的嗅到了开关先生真的搞不好跟人夫是差不多是异曲同工之妙的属性。伟成你好，如果你有抢到3800的话，就有握手会咯。糖包哥要跟我订购金变苏牙的话，3800的票如果有抢到的话，上下半场都有，抢看看就有机会跟我1对1。小度也对啦哈，小度也对哈，你们想被我1人1拳的3800抢起来哈。开也是人夫，猪猪铁拳。好，大家好，我是迪卡的不是？等一下，这个开关事情有点太灵巧了，完蛋了！我觉得他势必未来应该会成为友军的亲卫队，完蛋了！想抢吗？变成什么悠悠的手？浩浩老师超坏的，居然说他用悠悠的手那样，3天不洗手过来握猪猪的手这样子。哎，那每一个人都规定要先喷酒精哦，谢谢大家哈。握手会上洗手，等一下上厕所不洗手，翻坏掉了。好吧，之后你们握手会那天你们想怎么玩，乐见其成。对，但是就是希望大家都抢得到啦，因为我也很想见见你们，好不好？这群不正经的家伙，没有一个正经的。这小度会掉好像在哪里听过，嘿啦，小度会掉了。基本上这句话就是在呛声啦，你知不？啊，小度会掉了，哦，真的是就是遇得到啦，吼，卖遐尔摇摆啦，小度会掉了，吼。所以这次的首度就我自己啦，本频道自己就是和一个名，个就小度会掉1对1首度券，吼，小度会掉3800，好不好？11月9号有点尾，也不知道那时候你人在那隔壁国弄模具吗？好，大家量力而为。总之想看看啊，如果真的有抢到没抢到都没关系，好不好？到时候再看状况，看怎么样。明明就很震惊，好意思讲？高粱算是瓶装水吗？不算哦，不算哦。好，来，今天我们明天中秋节来唱唱这首歌吧。嘘，3800 VIP 包厢是浴室，流氓。这首歌也是我最近狂练的其中一首。听海的声音多么嘹亮，忘了城里的月光，淡淡忧伤，冷气是爱情的模样。风筝飞过陌生人呀，为何不抬头望望？我的天空是否和你的一样？
有一天，我一定站在高岗上，想着前辈说的那句话，别害怕。就让秋天的月光洒满巷弄街坊，唱一曲老歌等你回家，忘了肝肠寸断的想法，快乐悲伤都是过往。曾经在雨中流浪，吻别世间无常，那一刻我们潸然泪下。如今赏花赏月赏秋香，我心渴望此刻恨比天长。听海的声音多么嘹亮，忘了城里的月光，淡淡忧伤，尤其是爱情的模样。风筝飞过陌生人呀，为何不抬头望望？我的天空是否和你的一样？有一天，我一定站在高岗上，想着前辈说的那句话，别害怕。就让秋天的月光洒满巷弄街坊，唱一曲老歌等你回家，忘了肝肠寸断的想法，快乐悲伤都是过往。曾经在雨中流浪，吻别世间无常，那一刻我们潸然泪下。如今赏花赏月赏秋香，我心渴望此刻恨比天长。就让秋天的月光洒满巷弄街坊，唱一曲老歌等你回家。如今赏花赏月快乐悲伤都是过往。曾经在雨中流浪，吻别世间无常，那一刻我们潸然泪下。如今赏花赏月赏秋香，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我心渴望此刻恨比天长。相信我们能爱得比天光。赏花赏月什么？不是，我刚突然想到一件有点重要的事情，然后就不可能好意思说自己是谁吗？先抢看11月9号在中国话的票浪出来哦，浩浩老师提前是就是要抢得到，是运动转战手机的票。好，开关先生拜拜。遇到夺命书生来闹场，还要力拼对穿墙。等一下，牛妈，你为什么可以空耳成这样？你也太厉害了吧，牛妈！两惺惺相惜，好，赏花赏月赏秋香没有问题。原来是比天长，对穿墙，歌词新理解，赏花赏没有啦，什么少山猪叫啦，赏花赏月不是，我突然想到我头上的猪脚有没有？我们当天其实在演唱会的时候，因为那个主办单位其实我们的服装基本上他们都可以帮我们算是全权打理跟制作，很佛。可是我头上的猪脚我可能想要委托浩浩老师制作一个法式了，
因为即使我说真的，我不带猪脚法师也没关系啦。可是我想带，这个就是朱迪卡就重要的一个元素吼。所以我觉得，不知道浩浩老师有没有空，可以让猪猪就是委托一下猪脚法师，而且因为它不能太重，所以不晓得有没有什么材质，就是戴在头上，然后就比较不会掉下来，会不会太重？所以我想说，看这个可能要请专业的浩浩老师，就是看说评估一下，因为这个猪脚皇冠我想要戴着，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希望可以戴在头上。当然我也可以戴就是烤网啦，我可以戴烤网跟麻薯，这是没有问题的，对。可是我觉得本频道的宗旨之一就是猪脚啊，对，所以可能再看看，我再问一下浩浩老师他的档期有没有办法，顶一个中午不是吃的腿裤。凯宽先生，你可以先去忙了，你不是要去工作哦？不，你应该是要去运动，不是吗？怎么花岗岩啦？弄成像是发夹类的，对，就是我想他基本上希望他是一个法式，然后夹在头上，然后我动来动去，可能不至于会掉，这样就是把它弄成夹起来的法式这样。对，你们提醒我一下，我可能跟浩浩老师问一下细节，我怕我又忘记，因为我可能9月又太多事情啊。然后至于很感谢 Lily 老师，很像8月底的时候有开了一个台 V 印象甲的企划，就是有帮猪猪设计猪猪专属的算是美甲的一个设计作品，对不对？为什么我说我必须把它做出来？是因为我真的有那个打算，在我表演当天把它做出来，对，所以才有就是特别跟 Lily 老师说，你只要设计，我就去做。Lily 老师整个非常非常的惊喜，但我说的是真的，对。然后那天也很可爱，毛起来设计这样超可爱，就是这个Lily老师真的是设计的很用心哦。我在11月9号希望可以具现化出来，好不好？超级美的。然后因为毕竟这个就是设计稿，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实际可以实行，但是我就是跟美甲师问看看，能不能就是真的就是尽可能一模一样这样子，然后主跟主中间稍微不对，稍微回复一下，稍微干化是吗？好哦，虽然这么刚，对，就是很刚好啊。因为 Lily 老师那时候有说想要设计猪猪的印象甲，就是美甲作品，我就说好，只要你设计，我就去把它做出来。对，就这么的刚好，对，就这么的刚好，很神啊！这个是专属于猪猪的美甲作品哦，这个也是 Lily 老师特别去设计的，好不好？对，谢谢 Lily 老师。我说到做到，是因为这个活动就是确定要办了嘛，我就真的有设计出来，就是去做。对，我要去做了，可能大概10月底或者11月初吧。对，再挑一天过去做一下，这样。五波比哦，第二五波比哦，大家可以去关注 Lily 老师，没有错，Lily 老师她真的是很可爱。对，而且她也是有帮一些台 B 就是有持续设计他们属于他们的美甲作品，这样真的是超级的美。罗曼没有烤兔兔哦，而且说真的，烤肉我们家的家族烤肉昨天已经烤完了。我们家其实家族烤肉是烤昨天，然后至于这2天会不会再烤，看状况，对，看状况哈。好，来，我们今天陪伴大家大概唱到3点上下吧，对，唱到3点上下哈。然后也谢谢大家继续陪伴着猪猪唱歌，这些歌都是最近很想要学的，然后也很开心可以在中秋节的时候唱给你们听。什么兔兔已经烤完？没有烤兔兔，没有任何一只兔兔受到威胁哈。好，来，我们来下一首，也是魏如云的。听见下雨的声音，伫立上停留着蜻蜓，玻璃瓶里插满小小森林，青春嫩绿的
鲜明，白夜长折射的光影，像有着心事的一张表情，而你低头拆信，想知道关于我的事情。青苔路径，檐下风铃摇晃曾经，回忆是一行行无踪渐渐的风景，爱始终年轻。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想起你用唇语说爱情，幸福也可以很安静。我付出一直很小心，终于听见下雨的声音，于是我的世界被敲醒，就怕情绪后乱扬起，不舍的泪在彼此的脸上靠近。爱在过境，缘分不停，谁在担心？窗台上滴落的雨滴，轻敲着伤心凄美的冬天。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想起你用唇语说爱情，热恋的时刻最任性，不顾一切的给约定，终于听见下雨的声音，于是我的世界被敲醒，发现你始终很靠近，默默地陪在我身边，态度坚定。听见下雨的声音，其实这首歌是周杰伦的作品，它很像是当时候做给魏如云唱的吧。你也听到下雨的声音了，明明没在下雨啊，原来是外面太香了，你在流口水。中秋吃月饼，中秋赏月亮，月亮上有月兔，月上捣麻薯，地上烤兔兔。听起少少哥，你是想被编吗？谢谢 baby 原蜘蛛，拍叽拍叽。哇，我们1S 又送出了10个汇集，1S 你现在是想凑满几个汇集呢？其实我一直很想再跟你们玩冲5000汇集，我一直很想再跟你们玩，我觉得超好笑，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会去我的待机室巡水田，超可爱。对，我就觉得那一个月大家超可爱。虽然说总之就是原本冲到了，应该要冲到了，但是那时候 YT 在挡流量嘛，所以把大王们送的就是大概，我觉得你们已经有送到5000，但是他们总共退了大概500到，我觉得500到1000有，所以你们那时候应该不断的有收到那个退款通知。
反正我们那个时候冲到49个，对，第50个就是一直被挡在那边，我们就想说没关系，我们可以留到下次。对呀、获得了压死的会你还在居吗？好，请尽情的居吧。这样讲好奇怪。听见下雨的声音，电影其实也不错嘛。有刘妈听说还蛮好看的，好像是一部电影没有错。获得了鸭子送出的惠子吗？感谢鸭老的绿化。广义老鸭 S 是谁吗？鸭 S， 你不知道对于中破塞而言，你不知道对于厨师而言，你的鸭它都可以看成那个鸭吗？什么样的鸭可以料理，你知道的吗？对于厨师而言，他当然会把你看成什么样的鸭，这我不好说。我们阿印师广式烧腊哦，不是港式哦，是广式烧腊哦。广式烧腊中破塞，他想怎么看你？你觉得啊？我们的鸭真的出来了，我们呼吸米鸭老师。我就哇靠，双并呢，双鸭双烧有没有？双鸭双烧双喜啊，双鸭双并，阿印师交给你了，让他们乖一点，知道吗？对，广式烧鸭，而且还是双并鸭，我跟你讲，是不是？有的是油葱鸭，或者是烤鸭、蜜汁鸭、双并鸭，阿印师 OK 啦，老扛了哈，交给你了哈，阿印师是。复数的意思是复数，老板我饿了。牙医死也不需要，等一下大娃娃，很棒，我就最喜欢你们玩这个国字游戏了。饿了是吗？你各位，我也很饿啊，超饿，你知道吗？饿到一个不行，超饿，好饿啊！君を流すからだから一緒にはいれないな君を流すから早く忘れてほしいんだ人間だからねたまには違うものも食べたいね君を流すからそう君を流すからでも味気ないだよね会いたくなんだよね君が会いたくなんだよねなんでかってたね大々曖昧だったよね愛の存在証明なんて君が教えてくれないか何十回の夜を少したで得られるような愛してるを7手で見て何十回の夜を少したで得られるような最高のフルコースお状態我们欢迎沈老师、大宝老师、礼拜多马腰啊！哈，大宝老师いらっしゃい。君を流すからきっと一生は無理だよね。君を流すから胸がとても痛くなんだ。人間だからね、たまには分かり合えなくなって。君を流すから、また君を流すから。でも自信がないだよね変わりたくないだよね君が会いたくなんだよねなんて勝ってたね大体曖昧だったよね愛の存在証明なんで君がそこにいるのにね何百回の夜を少しだで得られるような愛してるを並べてみて何百回の夜を少しだで得られるような最高のフルコースお状態離れないってそばにいてくれたのは結局君一人だったよね涙のスパイスは君の胸に残ってしまう
ちゃん美味しかった有卡卡的吗？ドミキューちゃんも来てくれるよね。ドミキューちゃんいらっしゃい。こんにちは。パンさん卡でした。我要来啉我的烧水。はい、水を飲みます。等一下，等一下，那个加入了经理人，然后自己等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看不懂这个操作？稍等诶，这个经理是倒一个？等下我大多没看到。等下，ちょっとガラスちゃん，この経理さんは君でしょ？我们这个新的经理是ガラス吗？等一下，应该是吧？こんにちは、トミキューちゃん，今日も来てくれるありがとう。等一下，应该是牙医死吧？热水是直男的。等一下，大宝老师，直男浓饮是什么东西？你这样会让我想到某一种牌子植物浓优，然后大宝老师你直男浓饮，大宝老师你这样会让小女子想到某一本本你这样可以吗？多喝热水是老师。是老师 cosplay 直男好不好？明明是个暖男，硬要 cosplay 直男，还故意这样。何言っているのかわかりません。いや、さっきケイリーさんになっているのはそれは間違いなく君でしょ？カラスちゃん？君でしょ？だよね？成为这个经理会籍的没有错的话，应该是ガラス，应该是亚伊斯先生吧？だよね？ありがとうよ。哎呀 ，S， 你干嘛还突然撤回信息？你想做什么？马头的儿子 ，Kelly ありがとう。感谢成为本频道最尊贵的600块会员，我们欢迎牙医师，我们欢迎牙医师成为本频道最尊贵的600块会员。对，600块在本频道真是很贵，尊爵不凡的体验，好不好？你问我们家猫儿子，你说我们家尊爵不凡的600块是不是真的很贵？对他妈超贵，为什么？因为人真的很少，人真爆干少。每个人都觉得600块是实在是太贵了，直接就是升级3200或者3800，至少要点心可以领，好不好？至少可以被嘲讽萌新之类的，对不对？我们尊爵不凡的亚伊斯，果然尊爵不凡就是尊爵不凡，好不好？我们香港大佬，什么再冷的直男，他的职场都是对，好，对我知道再说。あなたには証拠はありません。確かに証拠がないけど。確かに今は証拠ないけど，我现在是没有证据啦。可是你知道后台这2个字怎么写吗？你知道后台2个字怎么写吗？亚 S， 我有后台好吗？我有后台可以吗？然后同时出现在待机室，是宇宙大学环卫，我们600块非常的尊爵不凡，比3200还贵。今日も可愛い。歌姫だ。いちかちゃん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嬉しいでございます。谢谢いちかちゃん，谢谢。对，最稀有的是不是？我们问我们猫儿子绝对知道，可兰热水鸭老好猛，从今而后它就变成一只烧鸭，lock 大鸭上。对，我们帽子买不起600，我们各位尊爵不凡的总裁们买不起600，都直接买3200或3800。对他们而言，那个32块、38块这个币值比较便宜啦，好不好？60块太贵了，60块太贵了，他们买3800，我觉得38，哦3200、32，哦多么的便宜，好不好？买到赚到。那意思你的那个我不知道哈，待机室会有吗？今チェックしますね。待机室有没有？我来看看。待机室，你在皮吗？亚伊斯。待机室，你再看看啊，在皮吗？哈。等一下，为什么我的？等一下，为什么我没有看到？等一下，为什么周表区没有？趴趴熊有吗？你们帮我截图起来，你们那个谁帮我截图起来？你们今天是公，你们可以获得1日总公，好不好？帮我截图起来，谢谢。600块太贵了，3000块比较便宜。我不知道引诱亚伊斯加3200，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把东西寄给他，因为他在香港。没了吗？等一下，这个加入会籍同时出现在这次的直播跟所有的待机室。谢谢他谢谢总裁相爱相杀。亚伊斯你在皮吗？哈，他话太坏，你好意思讲人家坏？你好意思讲人家坏？
亚里斯这句话可以接起来，我难得看他这么总受的，对。亚里斯，你是在做啥喂？亚里斯，我现在为什么我在周表区看不到你成为经理人，但是我却看到你成为了以世族总裁？亚里斯，我是来周表区这边找你成为经理人的证据，但是你为什么这边的证据是以世族总裁？让人想到某个看不到佛祖的勇者。哇靠！我们恭迎烧鸭总裁，你居然直升烧鸭总裁！我的天哪 ！S， 你是打定主意，就是每个月都要来台湾，就是可能到某个大佬家，然后领你的高阶会员回馈吗？眼睛业障重，我的眼睛业障好重啊！请问一下，有没有是各位，我为什么在聊天室？哦不，应该说我在我的那个周表待机室，我没有看到经理人，我就看到以世族总裁。请问这个是对的吗？是我的阅读能力有问题吗？我看到的是以世族总裁，不是经理人怎么会这样子？压出手就知道有没有。天哪，恭迎我们新任总裁亚 S， 比较想跟猪头头怎么寄给你？你真的是抖 S， 我天哪！对，这是一个好问题。请问我要怎么通过香港海关把食物寄给亚 S 呢？请问？亚老一出手就知道，好，你弄到我了，好不好？你赢了，好不好呀？你赢了，亚 S， 你真的赢了。对，你让我思考一下，我怎么要把高阶会员寄给你？哎呀，你那个不然这样好了，你那个大概3个月来一次，我们累积我们囤积您的那个大佬的那个回馈有没有？你还真的给我加进去，你就是要看我困扰，看看你。你可以把你那个日文系的那个人格请出来吗？我跟他沟通一下，看这个该怎么办，好不好？桌表被撤回就消失了，用力念就好，不用记这样子。我真的要为了鸭 S 囤积的，我天哪！鸭也是能胜过猪，每次高阶会员食物鸭老就要来一次台湾，还说你就是对，这个月想要去住我们哪一个这个大佬的家，就欢迎来台湾玩然后就寄到那边去这样子。鸭 S 你真的加，你要怎么领高阶会员啦？你要怎么领你的高阶回馈啦？你在皮，你在给我皮呀？要不要这么皮？超皮耶！怎么办？我斗不过他了。对，我现在真的斗不过他，我现在完完全全担心这位尊爵不凡的金鸭，这位金鸭先生领不到高阶会员，我非常的担心。请问敬爱的各位高阶会员们，请问可有解？现在不知道谁，但是送迪欧先生，也谢谢你特别过来感激哈。然后看来顺着网线寄过去，开始这样过来，就好像选妃一样吗？对，该挑哪一位去住一下这样子。你从来没有被对我从来没有斗赢过，我承认。亚 S 你很会哦，你知道怎么样让我困扰。我现在真的在想说，我到底要怎么寄给你？完蛋了，你真的很会，亚 S。去套娃那边住试试，好啊，好，你选妃的第一件 ，OK， 好 ，OK， 翻牌了啦，套娃，还不快交代一下，套娃。亚 S 你很会选你知道套娃他们家是知名的某位卤味的，对，总之他是卤味小开啦，知道吗？你很会选你去他家饿不着，你知道吗？你知道套娃是知名卤味小开吗？不用记。亚 S 谢谢你啦，你真的很调皮，让我困扰，还真的跟我讲不用记，可是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寄过去。觉得我会害怕吗？记得洗干净一点啊。好了，亚 S 下次来台湾，我们家总裁，我们家萌新给你任选啊，好不好？此处有本吗？到处都有本吧，岳先生。本频道怎么可能没本？没本就不是本频道了哦。玩一下那个想要升上来一下的感觉吗？所以亚 S 你喜欢上上下下的感觉吗？他哇，帮我记下来，他喜欢上上下下，好不好？下个月就下去。他哇，他下个月要去吃你们家卤味，想要上上下下。我跟你讲，我们家总裁跟萌新都非常了解，因为说真的，大家每个月3200、3800很辛苦，所以我并不会绑死大家，一定非得要在这边，这样他们才可以尽情的享受上上
下下。是吧，薄荷？你最了解什么是上上下下。我们薄荷非常的了解，他也是常常上上下下呀，是不是？我们猪儿子还在吗？也是非常非常的擅长上上下下。我说的上是升上高阶会员，我说的下是回到你们原本的专员或者组长或者经理人，你们在想什么？你们在想什么？你都不知道。你们每个人不绑死你们为的是什么？对，让你们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好了，谢谢亚斯在中秋节送猪猪一个这么棒的中秋节礼盒谢谢。车速越来越快，前前后后。好啦，我觉得我不要再讲干话了，我只剩最后30分钟可以唱歌，我不要再讲干话了，好吗？车速越来越快的情况下，来把握最后可以唱歌的时间。然后谢谢亚斯成为我们的仪式组总裁。我没想到你会升上来耶，因为你应该自己也知道说，你应该是想要纯赞助对吧？亚斯就是这样子，他本身人真的是很亚萨系，他那个温柔的那一面只会对当他被那个他的日本友人就是盗账号的时候才会显现出来，好不好？车速越来越快，好，我唱歌，好，我唱歌就是了，好不好？在装嘛，装醉嘛，那觉得他只是太皮了，就在这样开声，我觉得还是应该在香港等猪猪寄给你，好，对不起。我跟你道歉，亚老，我错了，可以吗？对，要上上下下什么的没有关系，都可以，我乐见其成。我会乖的，好吗？我乖，好不好？才是伊拉塞，欢迎。好啦，中秋快乐啦！我乖啦，我乖一点，我唱歌了。我装醉，我醉了，好吗？装醉一下，你装醉一下哈。嘟噜。我刚晚餐歌我刚晚餐歌没有让你们看到吗？我刚的晚餐歌居然没有点，天哪！居然你的我的到底在计算什么 ？Oh my god！ 照顾你的小心，我常想，为什么刚刚的晚餐歌我的标题没有上去 ？Oh my god！精明干练呢 ？Oh my god！ 你的我的早就分不清楚了，永远赖着，习惯这样多好，贴着我的心听着，开始不爱了，什么时候？醉的醉人，我用愧疚掩饰了，装着，你像真的醉了，有些慌促的太对，反正痛过了就不会伤了，悄悄推开你说随时的拥抱，绕过我的伤心听不到，留在你的身边我就要疯掉 ，Come on。最后是爱让孤单往心里藏，推不开的灯，仔细的唱，靠近他的身边，你就肯放手，谁知道？绕过我的伤心听不到，留在你的身边，我就要疯掉。精明干练一直在我头上啊，他被我内化了，你们今天才看不到好吗？内化了。你的我的早就分不清楚了，永远赖着，习惯这样多好，贴着我的心听着，开始不爱了，什么时候？醉的醉人，我用愧疚掩饰了，装着，你像真的醉了，有些慌促的太对，反正痛过了就不会伤，悄悄推开你说随时的拥抱，绕过我的伤心听不到，留在你的身边我就要疯掉 ，Come on。
近他的身边，你就肯放手，谁知道太多依赖你给的好，都变成彼此难醒的煎熬。你的努力无可救药，让我的脆弱又再来到。也许我根本喜欢这样，非得要为谁痛苦到缺氧。就算看见你受了伤，悄悄推开你想随时的拥抱，绕过我的伤心听不到，留在你的身边我就要疯掉，好吗？最后是爱让孤单往心里藏，推不开让人窒息的窗，靠近他的身边你就肯放手，谁知道推不开让人窒息的窗，靠近他的身边你就肯放手，谁知道绕过我的致命干练，你们看得到，留在你的身边我就要疯掉。别再装醉了，装醉了，你全部都知道了。爱是一切的烦恼，好吗？精明干练呢？你把那个萌去掉啊！我绝对会在 B Stage 的10月9号当天证明我的精明干练。你们就先把官方的鸡萌干练收走了，好好的期待我的鸡鸣干练吧，你各位乖乖把草字头去掉，面对现实，知道吗？插旗，我没有插旗，旗子都立在这里了。开关先生，你不是已经去运动了吗？我觉得装醉好难唱哦。装醉我觉得也是阿妹历届歌曲里面我有点抓不太到她到底要怎么唱的其中一首歌，跟其他歌来比较这首歌，哇靠，对她好多共鸣点，好该怎么说啊？没有办法精明干练，什么装精明干练啊？对不起，平常是真的醉，没有醉，对，就不喝酒，我很乖，好吗？不想装的。你知道精明干练的人要装疯很累你知道吗？你们了解我每天为了你们的辛苦吗？精明干练的人要装疯其实真的不容易，你知道吗？对，但是我懂，对，我懂那些精明干练，对，潜在我的内心深处，每天跟我生活着，对，你们了解吗？不想直接去送，先去看这，不要。我今年没有酒砸，没有这种东西，没有这种东西，我今年就没有了。什么？从来不用装，懂了？你看主播很精明不干练，不是 baby 原之主，是精明干练都有。等一下，别人装的不像你这个，什么叫我不像装的？我很努力装棚，你们都不懂，我努力的装棚什么棚的湖南天成，不是。藏太深了，有点那个。不是呀，老师怎么会这样？本来就不是精明干练，所以能一直碰，不是，这些全部都是效果，你们不懂吗？为了你们，我可以成为最碰的那个，你们知道吗？对，平常那么精明干练的我，为了你们而碰，你们懂吗？是真爱啊！什么辛苦了啦？碰不需要装是天生，那你装的已经什么天人合一？真的太像了，可可气，气死我了！可气就出来，平常就是寂寞干练。对我这么的为你们着想，我现在要为你们带来3月这首歌。等一下，可是3月的伴奏是不是在我的伴奏区啊？等一下，
我今天演着有着就化成真的，知道吗？什么妆到已经内化了？不是，我还是努力的让自己每天还是有一点嘭，这样子你们才不会觉得寂寞，不是吗？为了你们，我可以成为最嘭的那一个，相信我。我们下一首歌《3月》，谢谢。我记得不论是玉口大哥很像，不是玉口大哥那时候没有做的意思的话，那代表说3月的伴奏好像可能被拿掉了。这要说气死我，气死很好吃，勾拉伊拉塞，别人装的不像你不像装的，我绝对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彻头彻尾的致命干练，还要装棚是多么一件辛苦的事情。现在 right now 马上让你们知道。但是我等我一下我看一下哪一首歌比较可以致命干练，等一下这个有点难选呢。Jeffrey 伊拉塞，砂糖伊拉塞，没有不信什么叫超越巅峰啦？完蛋了！我觉得这位开关先生有机会成为非常卓越的友军，完蛋了！猪猪大上气死，感觉猪排好吃，我也这么觉得。我谢谢你哦。我想想，怎么会？我现在的喉咙状况可以唱一下这首歌。之前练着练着觉得很挫折，但是现在该叫的都叫出去了。怎么会？来试看看吧。猪猪会唱大火吗？大火是哪一首？不知道被谁送出的会籍吗？也谢谢 Jeffy 特别过来。开开火力吵架。长官，我真的觉得开开跟你是同属性的，你知道吗？就是你们两个都很疯。然后我刚才想说，你是不是跟长官一样是人夫？要不然你们两个的属性怎么这么像？天哪，你们的友军怎么这么多了？为什么我老是孤军奋战？我怎么了？是怎么了？我做错了什么？老是孤军奋战呢？不是3月，我们要唱3月。等一下，怎么会是3月啊？不是，这首歌是也可以。哈哈哈。怎么会只剩下自己，还不想认输，用尽力气，用笑撑住，说好这次不许哭。怎么会连难以呼吸，还不说痛苦，武装自己，从不失误，却比任何人无助。当时间不为谁而破离，让爱延续下一季，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失去，也可以，别再步步紧逼，不留余地，爱只会窒息。就算多难舍的过去，最后还是会过去。怀念的拥抱和那体温，用微笑平息。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锁上情绪，心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怎么会一再想念，还不说在乎，浑身解数，想要逃出，却什么也留不住。当时间不为谁而破离，让爱延续下一季，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失去，也可以，别再步步紧逼，不留余地，
念的拥抱和那体温，用微笑平息。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所想情绪性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当时间不与你同行的领悟，贴心的让你返回上一幕，还有那热烈的曾经伴随着你前行。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所想情绪性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我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你们居然刷精明干练呢！你们没有刷崩哎！你们怎么这么好？你们怎么这么好？我以为你们会继续刷崩哎！谢谢松拉先生。生存报告终于挺过了中秋加班地狱了吗？明后天2点啊！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烤肉，好好的吃胖胖，中秋月圆人更圆。谢谢谢谢，你们居然刷精明干练呢！你们怎么这么好？你希望吗？好，我希望你们刷精明干练，拜托，拜托，可以吗？可以吗？而且我觉得最靠北的是8月先生说，这里的前辈表示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你的了。这实在是太会读空气了，开关先生。打从他第一次降落到第4，我觉得不妙，他不像新人，我觉得不妙，他即将成为友军，而且有可能是亲卫队的那个层级的，你知道吗？听着这首歌听出新境界了吗？玉林伊拉塞，这里也是多的是谁的小号，所以你是大家，大家也是你，是这样子吗？碰也可以，萌也可以，我谢谢你哦，宇宙大学环贝。在学习你就是你，好，谢谢各位，你们的良心呢？你好意思说？压死你，最没资格问他们的良心在哪里？你现在的火力就从你刚刚从开关的那天开始吗？对，我把他的开关打开了，一切都是因为我的视野告诉我，你应该是叫做开关，不叫做开开。我这个视野告诉我，你应该成为开关，于是你留下来了，不是吗？开关先生，他从第一天就是开关先生。有机会可以跟我们广印稍微就是对共结连理，不是我在讲什么？广印也是一来，然后我就干错字，然后他就毅然决然成为了广印啊。好吧，一开始他原本叫广聚，然后我看错，我就说广义你好，然后他去改成广义，然后之后反正有一些内梗，他就变成了广印，越来越硬这样子。什么你这么乖，我也没资格，你好意思讲？圈硬啦，关了。喝下去啦，可以啦，冰姐啦，秘鲁啦，咖喱瓜啦。当自己厨房啦，可以啦。次名很棒是吗？抱歉，大家看广老，你一直想到广智久。不会啊，因为很可爱啊。阿义师本身是个很温柔的人，好不好？他要玩，他就只会玩那只彩彩，所以你不用担心他玩你哈，不用担心哈。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所想情绪心会更封闭。不知道你是说你说21号吗？谢谢大家，9月21号，如果你们想抢票的话，让我知道让我看到这个盛况吧，因为我们主办单位的大家，就是对金盟干练的对认证官方，对自暴自弃，对，其实大家也都很在观察说
921那天的购票情形，所以就连我自己都还蛮紧张。但是如果你们已经有做好抢票的准备，就抢起来吧，好不好？让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瞬间高阶会员资格的那个3800被秒杀的感觉。谢谢大家，好不好？我也是使用火力。哎，广义出现了，阿义是出现了。你说天命中毒什么东西？好不好？2点55分，来快点，我们再把连名带姓送给大家。哎，中秋节应该唱一些开心的歌啊！中秋节应该唱一些开心的歌。我的中秋节怎么了？中秋节应该唱一些开心的歌，怎么了？最好还是萌新的3800，你们的钱包 hold 住哦。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年度不敢力起，对，因为今年度的活动一来都是大笔的，好不好？坐等抢票，谢谢921抢起来哈。07年那一首定情曲的前奏，要是依然念念不忘，太不称头。早放生彼此，好好过，都多久？你怎么像标本住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你不甘寂寞。这圈子不太大，多少听说，欣赏你流浪，像是种信仰，我真怎么想？再被你提起，也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得可以。多少人爱我，便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剩你没追劝我。在处心积虑，终究是不关己，哪来的勇气？我就是不灰心，我且爱且走，即使在等你，是仅有的默契。你会不会有错过？我没有把握。308送主角，丁爷也来凑热闹。丁爷9月21号抢票抢起来，有机会揍你一拳，我跟你说。猪猪有联合演唱会在11月9号哦，有兴趣的欢迎大家购票资讯看起来在置顶连结哦。算不清多少个跨年也一起过，要是一难念念不忘，太不称头。早放生彼此，好好过，都多久？你怎么像标本住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你不甘寂寞。这圈子不太大，多少听说，欣赏你流浪，像是种信仰，我真怎么想？再被你提起，也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
是你没拆穿我，在出现几率中就是不关机，哪来的勇气？我就是不灰心，我且爱且走，其实在等你是最后的默契。要是我们有错过，就别再回头。吓我一跳！吓我一跳！嘟嘟嘟嘟。嘿，你们有听到吗？我卡住了吗？你们有听到我声音吗？哦，你们是听得到声音，但是猪猪卡住了是吗？啊！我怎么卡住了？等一下 ！Oh my god！ 这是朱棣卡！我真准时3点下班了，我连加班一下都不行呢。我想说，我们在线上最后一首歌，看要唱什么就卡，说卡就卡啊！大家好，我是猪猪卡卡。好吧，我们只能看一下降落去哪里。等一下啊，等一下，我们的中秋节就是一定要这么的，对，要这么戏剧化是吗？我们的中秋节，救命！救命！那我们去阿婆那边下班打卡继续启动，怎么办？现在你们还是看我卡卡对不对？而且我就卡在一个就是脸很懵懂无知的那个脸，不知道为什么。好啦，谢谢你们大家，中秋节快乐。这急促的键盘显示的低杠内心啊！不要说出来。好了，大家拜拜。好了，我们去阿婆那边，因为我摆奇怪的表情，这个角度，对，我至少留下了100%的精明干练，留在你们的心中，知道吗？我这个角度记下来了，我的精明干练。有请下面一位。好了，中秋节快乐！刚好真的是3点该下班了。奇怪，怎么会突然卡住？奇怪。算了，我等下再研究好了。中秋节快乐，你们都要变得很圆很圆哦，都吃多一点，好不好？然后，虽然说卡住了，对，但是我还是精明干练的宣传一下。卡住了也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宣传置顶留言的。我们现在购票的页面其实基本上已经开放了，开启了。然后，如果目前还不晓得猪猪有什么样的活动的话，我再带大家再来看最后一次的演唱会 PV。
好，现在大家应该看得到了。好，总之9月21号开始抢票，希望真的可以让我们这一次的参与人员看到抢票的盛况哦。大家。好哦，等一下，我想把好，算了算了，不见了，好，就这样。我原本想说最后一个一幕应该截起来的，谢谢你们，谢谢，好不好？那就是921中午12点准时抢票，期待大家都可以抢到自己喜欢的票种，好不好？学对啦，3800，好，一人一拳，抢起来，谢谢大家，拜拜。大家拜拜，去阿峰那边玩，中秋快乐，拜拜。